即日起，盛世集团将由陈凡全权掌控，控股99%。您国际中心对荣登富豪榜前10，真控股大赛第1金融集团盛世集团，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我很荣幸为盛世集团服务。陈先生，请问你对盛世集团未来有什么规划？希望我们发展的一马平川。林先生，请问以后你有什么打算？你们回去吧。小柔，我终于不用再对你隐瞒身份。等我回去，我要以江山为媒，军威为证，出十里武装，娶你进门。喜欢吗？喜欢。很快你也可以拥有。讨厌，人家还没有答应嫁给那你愿意嫁给我？愿意，我愿意。芳柔，我来娶你了。陈凡，陈凡，你不要吓我，陈凡！还是放弃吧，哪怕没血缘，也恢复不了正常了。追你的人那么多，你养一个废物干什么？听爸一句劝，放弃了吧，我们家扛不住那么重的负担。我不会放弃，哪怕他是植物人，哪怕他醒来是傻子，我也不会放弃他。陈凡，你怎么在地上啊？这很脏，走到旁边去坐。哦，好，让你坐哪来着？让我坐这里。方柔啊，方柔，你说说你，早跟了我，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干什么？你说说你，非得嫁给这个傻子，害得你白天得去菜市场卸货，晚上得去送外卖，凌晨了还得去当 KTV 陪酒小姐。我愿意。怎么，你想去看他呀？看他干什么？他死了更好呢。你去给他办个销户，这样就能嫁给我。滚！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我现在就算把你给上了，你们傻子老公那也不敢看着。即日起，盛世集团将由陈凡全权掌控，控股99%。废物，一群废物，连个人都找不到。找，继续去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么大个活人，我就不相信还能人间蒸发了。是。小凡，你到底去哪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装什么装啊！我现在就把你给上了！哇，给我老实点！
就算你那傻子老公满足不了你，是我能满足你啊！干什么呢？快住手！要不然我报警了啊！老板，你没事吧？报警啊？啊？报警！报警啊！怎么不报了？老子让你在空中混不下去！你时间不多了，趁现在老子对你还有点信心，乖乖爬上老公，否则你跟你那傻子老公就等死了。走。老爸，你没事吧？陈凡，你别吓我，陈凡。他送他去医院吧。这是你的工资，你先拿着。这么多吗？这是你应该得的，你送他去医院吧，赶紧。谢谢老板。没事。陈凡，我们走。现在这个社会，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多。为了个傻子不离不弃、任劳任怨的姑娘，确实不多见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他的老婆受到重击，再加上之前的旧伤，这次恐怕很难醒来呀。吴医生，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无论是多少钱，我都能去挣。起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的病情不容弱怀。那么多年，方柔为了我受那么多委屈，我一定要醒来。吴医生说的对，我们养了这个傻子这么多年，也算是对得起他了。我不，吴医生救不了，我就带他去大医院治，大医院治不了，我就带他去滨海治。你疯了吗？我们被这傻子拖累的还不够吗？吴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他疯了，你也跟着他疯是吗？你还有几天能活呀？没事，你没事。这么多年，你省吃俭用不说，你把治病化疗的钱都省给这个傻子了。你都尿毒症晚期了，你还有几天能活？瞎说什么呀？爸，你得了尿毒症。别听你妈瞎说啊，根本没有的事。我瞎说，你自己看看吧。爸，我对不起你。女儿，快起来，快起来，乖女儿，快起来。爸爸真的没事啊，别听你妈瞎说。爸都这个年纪了，还有几天活头啊？治不治都一样啊。老叔啊，这是我一点心意。医生，这钱我们不能要。拿着吧，你的病还得好好治治，你们之间好好商量商量。拿着，我就先走了。谢谢吴医生。谢谢吴医生。就是你这个当下医生，整天来给这傻子吊命，给我打！住手！吴医生，你在干什么？住手！吴医生，你们干什么？今天不是推到那个傻子，过来看看他，没死啊？秦少，您来了，哎，快请坐。那个傻子呀，快死了，是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那挺好。哎，小罗，你还不赶紧过来？秦少能看上你啊，是你的福分。哎呦，也是我们方家的福分。嘘，你是要气死我吗？秦家背靠盛世集团，秦少更是要继任盛世集团总监，年薪1000万，有哪里配不上你啊？是我配不上他，行了吗？我求他不要再纠缠我。那实在是太可惜了，本来准备了100万给你爸换肾的，既然如此，
哎呦，秦少，没白准备，没白准备。我们这一家子不是都在这儿等着您的吗？你个死丫头，你给我想明白，到底是和他在一起重要，还是你爸和那个傻子的命重要？你只要和秦少在一起啊，你爸和那个傻子的治疗费那就都有指望了。只要你跟我结婚，我就给你们500万。你养了那个傻子那么多年还不够吗？是不是非得把我们给逼死你才满意啊？要不是那个傻子，你爸他能得尿毒症吗？别说了，我就要说，就是因为那个傻子，我们一家子吃不饱穿不暖，这么多年了，我们在一起吃过一顿正常的饭吗？只要她嫁给我呀，我保证你一家吃香的喝辣的。你听到了吗？只要跟秦少在一起啊，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吧。爸妈老了，这也想过几天好日子呀。我不让你说对不起，难道你真的想为了那个傻子，看着你爸去死，你妈过一辈子苦日子吗？早答应嫁给秦少，我们不是早过上好日子了吗？爸，你别说了，我想和陈凡单独说。那你可快点啊，一会儿还要参加订婚宴，可别耽误了时间。对不起，我没能遵守诺言，我要和秦杰订婚。但是你放心，我永远都是你的人。等我爸和你的医药费到账，我相信你一定会醒来的。等你醒来，你要记得，有一个女孩她一直爱着，等着。小柔，不要走，不要走，我一定会醒过来，让你过上好日子，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干嘛呢？谁让进来了？我要超时了，你就让我进一下吧。这么高档的小区，怎么会有人点外卖？出去！哎，你就让我进吧。你装什么清高？客人摸一下怎么了？你来干什么都不知道。到这里就按规矩办事，小心我炒你的鱿鱼。我一定要醒过来，我要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小柔，我一定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喂，姑姑，我是沈凡。小凡，小凡，这些年苦了你了。哭的不是我，是方柔。确实，如果要是换做别人，可能不到1个月就都跑了。他居然能陪你8年之久，这个方柔是世间奇女子，所以我要一辈子对她好，将我拥有的一切，甚至是这天，都送给姑姑。帮我准备9重天大礼。
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逆。我武皇殿武皇归来，得一女子芳柔，矢志不渝，坚守8年之久。什么王权富贵，什么名流财阀，皆不及我武皇殿主母一星半点。随我前往通州，面见主母，祝主母增妃。是。世上竟有这等奇女子，守护了似乎8年，按我命令前往通州，陪我去拜见唯一祖师母。是。恭喜恭喜啊！祝秦少和方小姐百年好合，早得贵子。今天给我好好表现，否则你爸还有陈凡的医药费，就别想拿到。好。知道，待会陈管家会带着九重天大礼赶来。知道。听一个你，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在给我装什么装啊？哎呀，刚才我女儿有什么话，你好好说。你死一点！告诉你，你们一家人在我面前生如草芥，命贱如泥，你知道理就对。就算我要玩你，那也是你的福气，懂吗？今天呢，是我的订婚宴，来，亲我一个。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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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今天秦少订婚，在酒店已经被包了，请你离开。订婚，我不同意。你脸不要脸！我现在呢，给你2个选择，要么拿钱，要么给我去死。你干什么？老子给你钱，你卖给老子公平交易，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宝啊？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逼我？你还拿剪刀，你想要干什么？你要自杀呀，还是杀我？请把剪刀放下，不要冲动啊！为什么要逼我？我这辈子只有陈凡。那个废物到底哪里好啊？还有我有钱吗？我即将担任盛世集团总监，他有我有权吗？是啊，跟着秦少多好呀！秦家在通州有权有势，不比你那平凡小子好1000倍、10000倍啊！秦少看上你，那是你8辈子积的福气。秦家背后那可是盛世集团的陈管家，代表的是至高的权力。你竟然敢拒绝秦少，简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那又怎样？我这辈子只爱陈凡。贱人！你以为我在这跟你玩过家家呢？想死啊？可以啊！想想你死之后，你那废物父母，还有傻子老公。畜生！你就是个畜生！畜生！啊！贞洁烈女，在我这里连死都不能自己找，就算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玩你，你也只能给我收下。
你别动！哥哥，哎，我陈凡，你好了，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你终于醒了，我终于等到这天了。小柔，这些年欠你太多了。没有，都过去了。为你受再多苦，再多累，只要能再看到你，这一切都值得。你这个废物，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人间天堂，名贵财富汇聚的地方。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座城里面的金字塔顶端，这每一个物品都是你这穷小子遥不可及的价值。人间天堂，在我看来，这里只不过是阿扎的垃圾堆罢，而你都是一些蛆虫。不妨言，找死！你来这干什么？赶紧给我回去！今天啊，可是秦少和小柔的订婚宴，你别在这给我捣乱。乱！我的聘礼已经在路上，很快就会到。今天我要昭告天下，我陈凡要娶方柔小姐为妻。就你，哎呀，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你不会是把我们家的钱掏出来充场面了吧？哎呀，我们这一家子是累死累活，就存了那么一点点的医药费啊，都被你请来当演员了，你真是该死啊！妈，你们的钱我分文未动，而且我保证，从今以后让你们有享不尽的财富。你荣华富贵，不过你来的正好，省得我也去找你。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说他拿出比我好的聘礼，你们有用；如果说拿不出来的话，我让人把你们千刀万剐了，看看你们脑子里是不是垃圾。秦少，哎，息怒，这傻子怎么配和您比呢？哎，我这就把他给赶出去！你滚一边去！我今天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也让你们这些贱人看清楚，谁才是掌握你们死活的人。这是九转金蝉，这是秦家上周在国际拍卖会上花3个亿拍下来的九转金蝉，这是送给我女儿的。你想的倒是挺美的。这些原本是我让周管家送给陈家主的，这次的拍卖会上只有一尊价值100亿的玉观音，让所有人望而却步。不过最终似乎是被陈家给拍下了。既然他陈凡这么猖狂，我倒是很想看看你的聘礼是什么。100亿！希克林连锁奢侈品店定制的婚纱，光定金就付了1000万，价值8000万。天哪，这件衣服但是8000万！这代表的是希克林给我们陈家面子，有价无市，并且我秦家给你们方家准备了价值1亿的房地产项目合同，只要方柔答应下，方柔便能担任项目经理。明少真是大气啊！1亿的合同说送就送啊！哎呦，秦少，您放心，今天啊就是您跟方柔的订婚宴，谁也不能捣乱。方柔啊，就是您的。晚了，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们看一看，你们到底做过了什么。看到了吗？这些就是你我之间犹如天堑的差距。还站得住吗？我劝你啊，现在给我跪下，求我饶你。这种垃圾也配入我的眼？看你之前死的太晚了，来人呐！你是疯了吗？我们家对你怎么样，你还不清楚吗？你个白人了，你不想给方柔更好的生活也就算了，
凭什么让我们也死下水啊？这块金檀若有半点损失，够要你们所有人的命。陈凡，你太冲动了，邢少，我给你捡起来。哎，捡什么？垃圾就该带到垃圾堆。若说这块金蝉能换你们所有人的命，那只能说你们的命贱。你给我住了！杀了他！既然他如此胸有成竹，我倒是想看看他能拿出什么样的屁。我的屁！直接送上来。第一重天荣光耀祖，帝王翡翠玉观音一座。玉观音是那座玉观音。华冠丽服国礼，百鸟绣和服一件。富丽万古，盛世集团100亿合同一份。贵不可言，千年冰山雪莲一份。帝王翡翠观音，秦少，这好像是拍卖会那尊100亿玉观音。这居然是修公阁的衣服，那可是给各大国家首脑定制衣服的地方，有钱都买不到，居然还是国礼级的。100亿合同，我不是在做梦吧？千年冰山雪莲，这不可能，就算鬼一狗都不能有，从哪里弄来的？怎么样？现在我的屁你比之你的如何？陈凡，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这只是小意思。我还要许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让你还有方家一步登天，万人敬仰。哼，装腔作势，你真以为我会相信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还盛世集团合同书，你怎么不说你是盛世集团总裁呢？不错。盛世集团的合同书都敢拿出来骗人，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哼！盛世集团的确是，而我也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是傻了，还是说疯了？你怎么不说盛世集团的陈家也是你？没错，陈家当代家也是我。你胆子还真是不小。破坏我的订婚宴，我只会让你死；但是你冒充陈家家主、盛世总裁，他会让你全死。盛世集团乃我大夏第一财阀，通州所有资产加起来都不足其1/1000，就凭你也配侮辱盛世？没错，秦少即将担任盛世集团通州分公司的总监，便已是无上荣耀。更何况盛世背后的陈家，我也是有幸远远的见过陈家管家。陈管家，等一下他来的时候，我让你近距离偷拍。你还真是吹牛逼上瘾了。你知道我盛世总监的位置是怎么来的吗？是我爸向陈管家求来的。你在别的地方吹牛，我可以不拆穿你，但是在这里不行。没想到你秦家跟陈管家还有这个关系。我秦家是陈管家在通州一手扶持起来的势力，代表着陈管家在通州的理念。你说我秦家跟陈管家有没有关系？不错，秦家跟陈家的陈管家关系密切。我吴家在通州的医药行业占30%，估值几十个亿，也得为秦家马首是瞻。只要秦家愿意，我李家房地产经营的数十个楼盘，价值数十亿，也愿意献给秦少，只为能攀上陈管家。陈凡，你是疯了吗？赶紧向秦少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陈家本就是。冯柔，赶紧给我滚过来！陈凡疯了，你可别让他牵得了我吧！哼，没想到我陈家的一个小小的管家在外面作威作福，还收了这么多条狗。你们可知道，你们口中的所谓陈管家见了我也是有笑的。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陈管家不敬！你真是找死！你可知，就凭你刚才的话，在通州毫无立足之地。我现在就给陈管家打电话。不用打电话，他马上就会到。让我打电话，
我看你是怕了，不敢让我给他打电话吧？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我可以不给他打电话。秦少，我给你下跪，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们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离开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好，我们可以跪拜天地，跪拜父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们跪。说大话也不怕省了舌头。我现在就给陈管家打电话。陈总，你也来参加我的订婚宴？好，怎能还您亲自跑一趟呢？哦，陈总，此人胆敢冒充陈家家主，您看这该怎么处置？走！好大的胆子！谁要有外界家主？家主，九重天前4个重头聘礼皆已送到。这不可能啊！陈家主，陈凡，该不会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吧？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怎么可能？他不过就是随便被我踩在脚下的废物，这种货色怎么可能是陈家家主？算什么东西？别说是你，就算是你爸来了，也得在家主面前跪着，俯首磕头。陈叔，这个陈凡我知道，他不就是个傻子吗？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物？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说我眼瞎，连家主都认不得了？不敢。家主送的第1封信，红光耀祖，此乃大夏国主亲赐。这4个大字，国主大人的亲笔。当今大夏，除了陈家家主之外，谁还有这资格？谁还有此殊荣？这真的是大夏国主亲赐，本荣耀已经登峰造极啊！国主亲赐啊，我们方家是要飞黄腾达了。是啊，丰柔要熬出头来了。这第2重聘礼，乃是当今国母赠送，为99个秀女，花费999个日夜才缝制而成。当今世上，除了国母之外，只有陈家主有此殊荣。我们方家呀，不但要成为名门贵族，更要成为大夏1等家族了。什么秦家，根本就比不上。一个傻子，一个贱人，他们根本就不配。请家主下令，这些人该如何处置？他真的是陈家家主？家主下令，如何处置这些人？我们完了。陈家家主，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请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陈家主，请你高抬贵手啊！这是我们该死，是我们该死，我该死，没错，你们的确该死。是。陈叔叔，我知道错了，您饶我这一次吧。我宣布，从即日起取消盛世秦家的房地产项目合作、纺织业项目合作及金融业项目合作。盛世集团将全方位封杀秦家。陈叔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爸知道只会打死我呀，陈叔叔。你们活着就已经不错了，至于你们2个，打断双腿，然后滚出通州。谁若胆敢对陈家主不敬，这就是下场。小柔，聘礼还满意吗？陈凡，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承受不起。哎呦，小柔，你承受得起，这不是还有你爸你妈呢吗？哎呀，你就别跟他瞎掺和了，这都是给丰荣的聘礼。这只是聘礼，我还要给你一个世纪婚礼，广扬四海名流，让你方家让丰荣万众瞩目。
可是我只是个普通人。不，你能坚持照顾我8年，你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这世纪婚礼，你值得拥有，和你所做的一切相比，这都不值一提。我陈凡要把所有的好都给你，才能不辜负你对我的不离不弃，才能对得起你给我撑起的一片天。陈凡，我是在做梦。当然不是，我还要上不了天庭，下不了地府，中不了列祖列宗，用1辈子的时间去让你幸福。如果这是梦，那我宁愿这辈子都不用醒了。这不是梦，这都是真的。小柔，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你看清楚了，真的是陈管家？应该是吧。我得到消息，我们通州的首富徐家、地下皇冯家以及上京的南宫家等其他一些势力都聚集在我们通州的西客林酒店。啊？他们都来通州干什么？还能干啥？都是奔着陈家来的。这个西客林国际7星级连锁酒店是西方教皇莱特斯旗下的产业，而我恰巧跟这个莱特斯还算有些关系。这不，今天从他那得到消息，陈家家主有可能出现在通州，那我们就有必要赶过去，在他面前也露露脸，最好能够得到他的赏识。这陈管家今天亲自来的？对呀，他来通州，我不可能不知道。以后把眼睛擦亮点，别把人认错了。爸，我那都是让方家的人给骗了，他们竟然联合那个傻子进来耍我。区区一个方家，也想爬到我秦家的头上。放出话去，方家已经列入我秦家的制裁名单。等我们借由陈管家还有西克林攀上陈家，我要将那母狗活命致死。至于陈凡，我要让他睁大狗眼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势。阿白，阿白大姨，我告诉你啊，方柔要结婚了，好事啊！恭喜恭喜！以后大富大贵了，可千万不要忘了我呀！哎呦，没问题，挂了挂了哈。国东啊，方柔要跟秦少结婚了，这一家子没办法了。真的呀？可不，今天他们刚结婚，这不就通知我们要参加他们婚礼？我们和方家打好关系，这样就能攀上秦家了呀！雪雪，你来了，快坐下。这破地方有什么好坐的呀？听说你要跟秦少结婚，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不是秦少，是陈凡，我要和陈凡结婚了。不是秦少，你怎么要跟傻子结婚啊？真是浪费我时间，让我白跑一趟。我妈怎么也不跟我说清楚啊？喂，我安排了西克林酒店去你那边服务，等会儿我就过去接亲。好，我等你。你长得也还行，你只要会讨男人欢心，什么样的大款找不到啊？非得跟个傻子过。你要找不到，我给你介绍几个老整。我不需要。咱们女人呢，就是要找个有钱的，不然拿什么出门呀？看看我找的男朋友，7星连锁西克林酒店的保安队队长，年薪100万，开豪车，住豪宅。我不需要，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想和陈凡在一起。那也要为你爸妈考虑一下吧，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陪你一起过苦日子，有点伤心行不行？什么？方如不是跟秦少结婚，而是跟个傻子？你们一家人脑子有问题吧？陈凡他已经不傻了，而且说呀，还要跟我们聘礼呢。傻子说的话听着就算了。对，他有钱有权有势吗？今天那傻子要拿不出88万彩礼，方如不能这样的。彩礼还是能看得见的东西。哎，这舍不得。我能说他们俩经历了8年，好不容易才到了现在，什么彩礼不彩礼的88万彩礼又不算什么，我们也是为方柔着想。不算什么，他要是拿不出来，就让方柔重新找一个能拿得出来的。没错，那88万一半放我们这里，我们给你们投资，
等过2年他们2个想创业了，再拿给他们，一定比88万要多。那不行不行不行啊！你们就愿意一辈子过苦日子呀？要个金龟婿，你们家能少奋斗100年？说的没错，这种婚事我们不同意。不同意。无论陈凡是贫是富，是健康是疾病，我都愿意嫁。今日陈家主在我们通州大婚，我徐家身为通州守护，要备上贡礼，万不可怠慢了陈家。是。快，再快一点！陈家家主在通州举行婚宴，我这个通州地下皇一定要赶过去参加。武皇大人，请让我参加您的婚礼吧。只要您让我去，我可以把我珍藏的斩月剑还有金缕仙衣都送给您。你想来就来吧。陈氏，我已为你准备了10枚9转大还丹，以及1株千年雪莲，还请让我给你送到婚礼上来。好，有心了。家主，刚才西克林酒店幕后掌控者西方教皇莱克斯先生打来电话说，想要参加您的婚礼，为此愿献上西克林酒店3成的股份。他一个教皇参加我的婚礼干什么？他对你一向很崇拜。西格林酒店为我的婚礼也操劳了不少，那就过来吧。你看看你们家办的，这是婚事吗？随便搭几张桌子，这就是办喜酒吗？奶奶他们家是穷鬼呢，酒席办得这么寒酸，还有脸叫亲戚来？大家都是亲戚，怎么能这么说话呀？这淑玉也不知道咋想的，自己嫁了个穷鬼也就算了，还把女儿嫁了个傻子。你说这酒席有什么可喝的啊？咱们今天来不就是为了看看笑话吗？啊！淑玉，你也是过来人，你怎么能同意方柔嫁给那傻子呢？你再看看方柔堂姐找的男朋友，西克林酒店的保安队长，年薪100万，你们家傻子陈凡真是比不了。就像陈凡这样的，当个保安扫个大街洗个厕所都养不了自己。你这是……就算你再穷再不济，他也一定会对方柔好的。我呸！淑玉给你过的什么日子？那傻子之后只会比你更惨。我和陈凡历经8年，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今天是我和他的大喜之日。你们能来，我很高兴。你们可以不祝福，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诋毁陈凡。你们家最穷了，大家都是为了你着想，希望你嫁一个有钱的。你要真嫁给那傻子，以后谁还跟你们家来往？你们要是不愿意来往，可以不来往。要不是看你家可怜，谁会来这破地方？谁会来看你嫁给一傻子呢？我不稀罕，你们可以走。要没有我们这些亲戚，你们家更可怜。人家都不稀罕我们了，我们还在这愣着干嘛呀？方柔就这脾气，你别当真啊。说是你是怎么教女儿的？让她找个有钱人，以后大家也好互帮互助。说实话，没有钱，你们怎么生活？谁会多看你们几眼？就算没有钱，没有你们，我和陈凡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再说了，陈凡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行行行，那傻子有钱有势，你们好好跟他过吧。这喜酒我们还不喝了，我们真是一家子穷酸味儿，真配那傻子。你说谁家穷啊？而且陈凡也不是傻子，真金白银他也送了不少。看来陈凡不仅骗了方柔，还骗了你呀！陈凡他没有骗我。你们知道我女儿身上穿的衣服值多少钱吗？这件衣服迄今为止只有2件，除了国母以外，只有我女儿才配穿。哎呦，淑玉，你是不是穷疯了？我是穷，可是我们家也不是真的没钱。还不真穷？你看，我看他能拿出什么东西？这些都是陈凡送给我女儿的聘礼，而且他说了，会请西克林酒店来给我们做饭。你这干嘛不早说呀你？这不值88万呢，这么贵重的礼品，怎么能放在你们家？回头放我呢？对，这真是那傻子送的。假的，这全部都是假的，一帮蠢货。什么？全是假货！青少，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秦少，你就不要再来纠缠小柔了。陈家家主马上就过来了，我怕引起误会。傻子，陈家家主还有西克林酒店会来这儿，你们是没睡醒啊？我得到消息，西克林酒店正在服务陈家家主呢。哦，原来如此。我听说西克林酒店是全球连锁7星级酒店，只接待总女皇这样大人，住一晚上都得1000万起，有钱都不一定进得去呀、怎么可能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什么？好你个树玉，你家再穷也不能骗我们吧？有你这个亲戚，真是丢人！陈凡他没有骗人，他真的说了西克林酒店会派人过来。来干什么？来给你们做农家菜啊？还是说来淌这趟泥巴？哟，我男朋友可是西克林酒店的保安队队长，如果西克林酒店的人要来，他能不知道？我呀，确实没有收到西克林派人前来这里的消息。先不说陈豪没有消息，秦少什么身份？难道他会骗我吗？就是，陈家家主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想娶个女人会来这个破地方？还是觉得你们何德何能，能让陈家主看上你们？真正的陈家家主正在西克林酒店接受四方来拜呢。亏你们方家还养了那傻瓜，是猪是狗，还造成了这个。你相信陈，他不会骗我的。哎呀，秦少，今天是小柔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可以打他呢？少他妈天真了，还妄想嫁给陈家，你这梦未免做的也太大了吧？8年时间，把一家子人拖下水，搞得千里众散的。看看现在，谁不是想离你们远一点？还有你，秦少能看上你这副臭皮囊已经不错了。一家人都是有养不住的东西。毕竟他们还治好了一个疯子。我说个笑话啊，陈家家主要来村里办酒席了。就是，我家随便办个家宴，也比这排场强啊。说句难听的，就这婚礼的排场，别说跟西克林酒店相比，就连我的生日宴呀都比不上。西克林酒店就算办最差的宴会，也是1周总督级的。就连我秦家，对，如果能有一次去西克林酒店吃饭的机会，让我少活20岁都行。毕竟那可是权贵聚集的终点，身份不够的人，即使再有钱都去不了的。哪像这儿啊，从上到下透露着一股寒酸味儿。秦少，我还说让西克林酒店的人来服务我们，这得多大的盘面呀！可能吗？一帮泥腿子也配倒反天罡？你怎么不说希尔顿教皇亲自给你们送贺礼呢？我说舒玉，但凡你和方山带个脑子，也知道陈凡是骗人的，就是做梦也该醒来。张宝，陈凡不会真的骗我们吧？妈，陈凡他不会骗我们的，而且不管陈凡是谁，只要他娶，我都愿意嫁给他。那我就打醒你们！现场无关人员，现在走还来得及，否则就是跟我秦少作对。7星级酒店西克林，携国家1级厨师10位，高档服务员100位，前来为方家服务。西克林的人已经到小柔家里了，已经到了，家主。那咱们也出发吧。好。Hello, how are you? Okay. Yes, thank you. 我就说陈凡不是骗人的吧？你们看这阵仗大不大？西克林酒店的人怎么可能来这里？绝对不可能！陈凡说的都是真的。啊，这就是陈凡为我们方家请来的人，眼下的是你们。我们也是一时糊涂，都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错。我最近啊想接近房地产，这点小忙，陈凡能不能帮一帮？我男朋友是西克林酒店的保安队队长，你能不能跟陈凡说说，给他弄个经理帮帮？对，大家都是亲戚，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呀。当初被打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是亲戚？我跪在地上求你们的时候，你们又敢说什么？我就是说说。我们要不想帮忙，我们早走了。是呀，陈凡他只是个普通的人，
你们还不像现在这样？先不急，他们不说自己是希克林的吗？我怎么在希克林没见过他们？对，你们不是说他是希克林保安队队长吗？他怎么没有见过这些人呢？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我爹是通州秦氏集团董事长秦海，原来是秦公子啊！我有希克林酒店的会员卡，怎么没有见过这些城市？冒充希克林酒店的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承担得起吗？我就说哪里不对劲嘛，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演员呢。请这么多人，得花不少钱吧？请了就算了，还在这里装。刚才不愿意答应我，肯定是怕拆穿吧？我看是。不可能，那傻子指不定到处借钱，都请来这么多人，我花了那么多钱，以后要流浪街头了，可别来找我们借钱啊！对，我相信陈凡不会骗人的。不是骗人的，我怎么不认识这些人呢？就连现在这总管我也不认识。秦公子，我们是总部调过来的，您去的可能是通州的分部。别吹了，什么总部分部啊？你们敢冒充希克林酒店的人，这个法律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你们再造这个谣，扰乱婚礼秩序，也是要负担法律责任。放娘的屁！我们有跟陈管家签的合同，这个不能违包。这上面有陈管家签的名字。如果你们再敢造谣，我们将有权追究一切法律责任，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有专业的律师团队，还有陈管家的签名，假不了，绝对假不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我们为你为方家而感到高兴啊！啊，没有一个是真心的。这话不信去说吧，多伤感情啊！感情，你们一个个的，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们了。霍山，你们家有钱了，该不会就不认我们这些亲戚了吧？不认就不认。那怎么能行呢？不行，看吧看吧，一窝子白眼狼，一点良心都没有，也不想想当初是谁可怜你们，现在享福了就把我们一脚踹开了。你们别又被他骗了，什么陈管家的签名，签名又不是不可以伪造。你是什么人？你管我是？你凭什么敢这么说？我男朋友可是希克林酒店保安的队长。没错，我就是通州酒店希克林的保安队队长。哦，原来是分部的队长啊！但很快你就不是。我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时间在这里陪你们胡搅。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哎，你们看，他绝对心虚了。有可能。这一个个的演技真不赖着，怎么可能是演的？你们一个个的，就是见不得我封家好。陈凡一会儿来了，让你们好看。妈，那你让他赶紧来呀，要不然这些演员一会儿时间到了就该跑了。别傻了，什么总管，随便找个人来就能当真？我手里有陈管家的签名，你们说谁敢伪造啊？可能是那傻子呗，也就耍这种小手段骗你吧。会不会是你们做主观自以为是？在我面前也别说这话。他如果不是因为心虚，他为什么要走？总管他很忙的。说过，我手里有陈管家的签名，绝对不会假。之前订婚宴上，陈管家就说要秦家破产。如果陈管家是真的，那为什么到现在我秦家还？秦少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秦家到现在安然无事？像你这样的，秦少能看上你，那是高抬你，还想嫁给陈家家主。我也只是把他当做玩玩，他还真把自己当了东西。你们，哎呀，如果说是陈管家倒有可能，可陈家家主也来通州这个小地方，那怎么可能啊？陈管家吩咐，非要紧事儿不要打扰他。老板，不好了，秦氏集团要破产了。
你再说一遍。秦氏集团疑似遭受不明势力攻击，股市大跌，跌了多少？历史最低，恐怕不出半天，秦氏集团就要破产了。喂，秦董事长出事了，有人对您的公司进行了查封，还有盛世集团。盛世集团怎么了？你快说！盛世集团全面撤销与秦家一切合作，包括房地产合作项目、科研合作项目、纺织合作项目。那些个金融项目还在不在？也被盛世集团取消了，银行方面也不再对秦家出贷，在银行所有款项也被封死，秦家要完了。完了，封人了。可以确定，陈管家和陈家家主就在哪里？快，秦姐在哪里？给他打电话！让我亲自去找这个小畜生！快！我现在就只问一件事：如果他陈凡是真的，那为什么我秦家没有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假的，所以我秦家才安然无恙。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说不出来了吧？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给陈凡打电话，让他让你秦家赶紧破产，我都快等不及了啊！快打呀！我倒要看看这傻子能掀起什么风浪。说不定啊，他早就到了，只是看见秦少在这，不敢出来啊。也难怪。要是我找个洞钻进去了。他们说的也像那么回事儿，陈凡他不会是骗人的吧？陈凡说的都是真的，那些厨师、这些金砖、这些金银财宝，还有那块牌匾，还有我身上的衣服，这些都是真的。啊，说的对，陈凡那孩子他也没什么坏心眼儿。我说堂妹啊，就别给你爸妈洗脑了，他们已经够可怜了，难怪一直翻不了身，一辈子只能当个下等。说谁可怜呢？你们知道小茹身上的衣服值多少钱吗？哟，这么快就吹上了，淑仪你脑子没坏吧你？这可是当今国母所赠，而且还是陈凡送给方柔的聘礼。陈凡，一个曾被我踩在脚下的废物，别跟皇亲贵族扯上关系。哟，这谁不会吹？我还说我身上这件才是国母送的呢。我还说我这件是国主送的呢。你们会后悔的。我看后悔的是你们。你们不会还指望陈凡过来吧？陈凡不光会过来，还会风风光光的迎娶我。这不会也是那傻子说的吧？我相信陈凡一定会来，等到时候你们就知道陈凡到底是谁了。那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打电话给陈凡，告他我救你，让他赶紧让我们秦家破产。喂，陈凡，怎么了，小柔？秦姐来方家了。秦姐去方家了，你知道吗？老奴，真的不是啊！秦家破产了，秦家已经破产了，盛世集团在对秦家进行最后的清算。你离秦姐远一点，我这就到。好，我等你。这傻子说什么？陈凡他说他马上就到，而且秦家已经破产。破产了？我秦家破产了？我怎么不知道啊？啊！我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你确认。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看吧，我爸的业务还是这么，我们秦家根本就没有破产，要不然我爸一定会先打电话告诉我。真的？难道陈凡是真的在骗我吗？陈凡不会骗我的。还说没有骗，秦少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看你们一家人都是傻子。哎呀，你们在说什么呢？哎，秦少，其实啊，我也一直认为这傻子是骗人的。啊！你在说什么呢？秦少他不会骗人的。闭嘴！秦少，您才是货真价实的豪门，陈凡他呀跟你比不了。你刚才不是那么努力，不是把他捧上天吗？
不让你去扶了吗？你们方家得罪我们秦家，有几条贱命够赔的？还不是因为那傻子把我们都给骗了。现在才知道他们骗我，晚了。都怪陈凡，方柔养了他8年，谁想到他把我们一家子耍的是团团转。你说什么呢？陈凡根本就没有骗我们。你还不明白吗？秦少他已经证实了，陈凡他就是骗人的。错。怎么，你还想跟那傻子在一起啊？我告诉你，我就算只是跟你玩玩，也比他强1000倍、10000倍。龙梦，我死都不会跟你在一起。啊，想死是吧？那我看看你到底敢不敢死。啊，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为那个傻子而死。你别逼我。快点死吧！你这条贱命也值不了几个钱，就算死了我也赔得起啊！女儿，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嫁给秦少有什么不好？有钱有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哎呀，他就是贱，缺不出这泼天的富贵。你别逼我！你们这些贱人的小把戏我见得多了，要不要我帮帮你？就方柔这样的，只要被秦少狠狠征服一次，就变乖了。嫁给秦少，你可以吃香的喝辣；要嫁给那傻子，只能住在出水沟。愿意，贱人！等我娶你的时候，我让你好好叫叫陈凡的名字。方柔，你死了是一了百了，可你想过爸妈吗？你要跟着秦少，你爸妈不也跟着你享享福？我说你啊，要向前看，不要为了那个傻子把自己逼上绝路。你们不要再杀了！啊？你怎么不死啊？死不成，上午之后等生米煮成熟饭。陈凡那个傻子，应该会很高兴吧？不可能！啊！你怎么不敢死了？糊弄谁呢？给你刀了，你怎么不死啊？啊！你不是要自杀吗？怎么不敢呢？还想当真前烈女？说到底，你只是个怕死的贱人。爸！还有你这个老东西！你干什么？滚！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说你，早点让方柔跟了我，至于在这受苦吗？啊！你说说你现在除了当个孬种，你还能干什么？陈凡，对不起，我要完不成诺言。其实我很想留在你身边，陪着你，守着你，跟你白头到老。猜猜我是谁？是我的大坏蛋。那你愿意永远陪着我这个大坏蛋吗？愿意，我当然愿意。陈凡，有你真好。陈凡，这辈子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希望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穷在闹市无一知，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世良缘同地久，100年佳偶共天长。红标青史，领营门师祖，内待千秋，
怒肉贵圣地，应掌生死。陈家携带9重天霹雳，功名利禄命，前来接续。这都是真的？难道陈凡是这个陈家家主？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一个假货还在这里装什么？好大的胆子！还有你，不过是陈凡请来的一条狗，根本不是陈管家。好死！我现在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跪下来，把我的血舔干净。我说话算数，只打断你的四肢。看你们是不想活了！我秦家不是被吓的，我秦家也不是摆设，谁敢拿我怎么样？哼，秦家，正是因为你口中的秦家马上就要完了。看秦少这样子，陈凡肯定是在骗人。大言不惭，真以为你是陈家家主？你要真为我堂妹着想，就应该让她嫁给秦少。你放心，我会替你好好养的。秦少，我是大荣他大姨，以后我们是亲戚了。你难道真的不清楚他的为人吗？非要让小柔嫁给这么一个禽兽才行？那也比你这个傻子强。秦少有钱有势，有什么？攀附权贵，这是人之常情。只可惜你们都瞎了。我们瞎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相信这个骗子吗？小柔，小柔，怎么这么傻？你终于来求我。陈凡，再见到你，真高兴。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说什么呢？我们还要永远的在一起。你先别说话，好好休息一下。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要对你说，我要是现在不说，我怕我以后都说不了了。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小柔她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她早就嫁给秦少了。你就是个害人精！你别说了，不怪沈陈凡，先听小柔再说。快打120！方柔变成这个样子，可不怪我们，我们都是为了他好。只有嫁给秦少才是最幸福的。是谁？谁害了小柔？没有人，他自己。为了你这个傻子，真是不值。不怪任何人。我要是死了，你答应我离开这里，不要再回来了。别这么说，我一定会医治。你拿什么治？就靠你这张嘴吗？我们方家怎么就摊上你了？这傻子又在编瞎话骗人了。家主说可以医治，就可以医治。你是他花钱请来的狗，当然替他说话。让你演这出戏，你拿了多少钱？我陈家以财问事，以医问天。对家主来说，最厉害并不是财富，而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医术。只要家主出手治好方小姐，不难。陈家以财闻名，创立了盛世集团，我怎么不知道他还会医术？我劝你们赶快打120急救电话吧，否则方柔必死无疑。你们不会真信了这个傻子的话吧？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对，打120，快打120！医院救不了他，医院救不了，难道你能救吗？我看你就是怕去医院，怕付医药费暴露了你真实的身份。我看呢也是。这样吧，你跪下来求我，我可以把方柔的医药费全包了，还会给方柔多好的衣裳。秦少，求求你救救小柔，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跑到台上，我车上去，送去医院。慢着，相信家主，他说能医治，就会治好方小姐。这里不适合医治，先去婚宴的酒店。这个傻子是要害死小柔吗？气死我了！我本来想救方柔的，可他拦着不让。方柔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这可跟我有关系。陈凡，你放下方柔，让秦少生了去医院。走，我们去看看那傻子到底怎么办。走，走。
真不错，这里这么豪华，这傻子哪来的钱能在这里办婚礼？他除了坑蒙拐骗，他还会什么呀？我看也是，有这钱不如给方柔治病，非得自己治，为了自己的面子害死方柔。我看呢，他根本就不爱方柔。小柔呢？你把她怎么样了？陈凡，你把小柔送医院去了吗？他已经好了，正在穿衣服，马上就会过来。方柔的伤势，就算是国际顶尖医生医治，也需要做手术，至少4个小时。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么短的距离，你说方柔好了，你护鬼呢？为了吹牛逼，方柔的命都能拿来开玩笑。方山，这就是你们找的废物女婿，擦亮眼睛吧！你到底把我女儿怎么样了？你是不是要害死她你才甘心啊？你还是个人吗？小柔对你那么好，你可千万不要害她呀！您放心，小柔照顾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害她？她的命比我的还重要。我呸！你不吹牛能死吗？再说你的命值几个钱？随便牵条狗过来都比你金贵。有空在这吹牛，不如早点把方柔送去医院，要不然真出了事，后悔都来不及。做人呐，不要那么自私自利，也要为别人想一想。方柔的命已经够苦了，你就不要再害她了。心也够了没？你是不是该醒了？以前呢，我只是觉得他可怜，现在我觉得他可笑。方柔跟着他只会一辈子受苦，一辈子活在他的谎言里，而我就不一样，我至少不会去欺骗方柔。还是秦少说的对，方柔早晚会看清这个事儿。是你逼的，是我逼的，你该不会以为把他逼成这样，我就这么放过你了吧？就你还看不起秦家，还想跟秦少对抗？你还是想想怎么救方柔吧你！他是故意拖延时间不想救，说不定盼着方柔死了，好再去重新找一个。权力、背景、财力才是一切，而不像你，老婆都快死了，连医院都不敢送回去。而我只需要一个电话，便能请来生死人肉白骨的鬼医谷弟子青木神。鬼医谷？你们居然跟鬼医谷有关系？鬼医谷是什么？难道比陈家还要厉害吗？鬼医谷乃是柳长风所建，谷主仅用10年时间，便名满天下。有多少大人物倾其所有都没能见到谷主一面？鬼医谷既然这么厉害，那他一定能救小柔的命啊！秦少，我求求你，你赶紧把鬼医谷的人请过来，救救小柔吧！青木神，谷主，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什么情况？谁在外面跪着？我的小刺头偷盗非但拿去卖，我已将他逐出鬼医谷。秦牧，念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把你逐出鬼医谷。再在那里废话，断了你双手！是。哈哈，一个被鬼医谷扫地出门的弃子，别人当时真是可笑。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侮辱青木神医！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想当年我在鬼医谷的时候，连青木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好啊，既然你这么能吹，那我也就没有必要把青木神医请过来。方柔要是有个3长2短，要负全部责任。秦少息怒，秦少息怒啊！只要您救方柔啊，我说什么也得让方柔嫁给您啊！小柔已经好了，不需要任何人救。住口！你还嫌把方柔害得不够吗？子凡，你还是少说点吧，现在方柔的命这更重要啊！我看他是怕秦少请来的神医治好了方柔，方柔跟了秦少，他可能没机会娶媳妇。不错，谁会像方柔那么傻，愿意嫁给一个傻子？陈凡，你就别再拖累我们家了，我们家已经被你害得够惨的了。要是没有你，我们早就跟着秦少平步青云了。子凡，今天你要是敢躲了秦少的话，敢动秦少一个手指头！我今天就跟你拼了！爸妈，我是真的饿了。我求求你，你救我秦少，救救小柔吧！等一下，小柔下来，你们一看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等一会儿，你非得让小柔死透了，你才甘心吗？他一个亲家能认识什么鬼医谷的神医？
那不过是一个气数，连鬼谷的大门都进不去。你侮辱我没关系，但你敢侮辱青木神医，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他要知道我这么说他，他会开心的跪下。好，我现在就给青木神医打电话，我倒要看看，等他过来到底是。哎，青木神医你好，没打扰到您吧？有什么事？哦，是这样的，本来打算让您过来救个人，一次500万，钱是小问题。哎，不过这里居然有人敢侮辱您，说你懂屁意思，还说您是鬼谷的信徒。是谁这么大胆？告诉我地址，我这就过去看看。好，青木神医马上就到了，我倒要看看，等他到了，你是不是还能动？还是秦少厉害呀，这就把青木神医给请来了，还出了500万，哎呦，真是让您破费了。小问题，比某些嘴上的人来说要强一点。陈凡，你还在这里站着干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等神医把小柔的病治好了，我就让小柔去嫁给秦少。陈凡，我看你还是先走吧，等会儿青木神医到的时候你就走不了了。方山，你们真是找了个好女婿，要是跟秦少一起，你们方家早就飞黄腾达了，至于穷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呀，我们现在呀是明白了，都赖这个废物，一吃就成我们家，还想方设法的不让小柔嫁给秦少。我们现在呀是醒悟了，他阻止不了我们。这样好，让青木神医治好方柔，再让方柔嫁给秦少。哎，这样我们都成亲戚了，亲上加亲。哈哈，等青木神医过来之后，第一个要整治的就是你。我要看看你怎么处理他。一个侍从而已，就算是鬼医谷的谷主柳长风见到我，也要行跪拜大礼。你还敢嘴硬？是谁胆敢侮辱我？是他，就是他侮辱您，说您不懂医术，还说鬼医谷的柳长风来了，你要给他跪下。你好大的胆子！神医，你就不要管他了，快救救我女儿吧！你女儿怎么了？我女儿不小心拿剪刀割破了喉咙，现在还流血不止呢，自己生死不明啊！割破了喉咙，喉咙那是气滞通透，连在这血脉的源泉，若不及时治疗，我也无能为力啊！那现在救他还来得及吗？都已经那么久了，恐怕早已经死了。那你还让我救什么呀？你还真的以为我能让人起死回生吗？不过，如果还有一口气的话，送到我鬼医谷，让我师傅来医治，还是有希望。或者是你们世俗间的医学世家陈家，也是有很大机会的。医术陈家，人家当真会医？当然。都怪你！你要是把小柔送去医院及时止血，青木神医还能救。都是你害死了小柔。小柔对你不离不弃，照顾你8年了，现在你就把他给害死了，你真是猪狗不如，都怪我们眼睛瞎，被你给骗了。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你们非要相信他，早点让方柔嫁给秦少，不就没事了吗？现在不仅害死了方柔，你们方家一步登天的机会也没了。还是准备给方柔办养老啊？谁要给我办葬礼啊？陈凡已经给我治好了，真好了，这么快啊！真的好了，真的是陈凡救的，真好了，这是奇迹呀，一点疤都没有。去了真的恢复了，难道他真的是陈家的家主？陈家家主？不可能，他不可能陈家家主，他就是一个傻了8年废物。秦少，方柔真被他治好了，说他是不是真的陈家家主？你没认出来？不可能，人家家主他怎么会来通州娶一个卑微的贱人？这，要是有这种可能呢？您真要认错了，我们可被你害惨了呀！不可能，不可能认错。那你怕什么？如果陈凡真是陈家家主，他不会招我们麻烦的。怕什么？我是方柔的大姨，他不会拿我们怎么样，而且还会讨好。如果他真是陈家家主，那我们肯定抓紧点，跟着方家一起冲天啊！是啊，他一个傻子怎么可能会医术？哦，一定是不知道从哪里找的高人，把方柔给治好了。你们都没被他骗了。陈凡他没有骗人，你不相信，是因为你怕了，你怕这就是事实。
这个贱人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当时就该弄死。秦家不仅医术无双，折磨人的手段也是一流。你敢逼死方小姐，相应的代价。不能动我，否则他们还有你，一个都跑不了。他们不用跑，该跑的是你才对。小凡，今天是你跟小柔的婚礼，我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吧。对对，今天啊，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把这个婚事给办了吧。爸妈，小柔在秦家那儿所受的苦，我要让她加倍奉还。陈凡，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这件事就算了吧。小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日你放了她，改日她得势，一定加倍的报复你要这么一闹，除了没头不说，还换了氛围，哪还有办喜事的样子？还是不要冲动的好。秦少的背后毕竟是秦家，就算你是陈家家主，在这通州也不好得罪秦家呀。我之前给过她机会，是她自己不珍惜。小凡，不能动我！就算你是陈家家主又怎么样？这里是通州，咱一手遮天的地方。你说陈凡会不会是夏夏的手？有这可能。这小子他真的动手啊！陈凡，他背后可是秦家，你陈家再厉害，在通州那还能比得过秦家？是啊，你快点放了秦少，快跟秦少道歉，或许他还能原谅你。是陈凡，你快放了秦少吧。这秦家要是针对我们以后怎么在通州活呀？你终于杀了我！等我爸知道了，一定叫你大卸八块。是通州，你敢动我吗？你不怕死？那你怕不怕断子兄弟？干什么？当然是废了你，让你以后不会对女人抱任何幻想。不能这么做，不能做事这么绝。秦少可是秦家唯一的子嗣，你要废了他，废了。小凡，你真的让秦少成为太监吗？哎呀，不行，你还是把他的根留住吧。岳父，你的善良只会被这种人渣踩在脚底下，无尽的蹂躏，让他断子绝孙，算是便宜他。陈凡，别这么做！陈凡，你是傻了，你害了方家，你他妈还想不想在通州立足了？这已经算便宜的，我还想拿走他30年的寿魂。陈凡，到此为止，人家不会善罢甘休的。算你识相，送我去医院。你放心，小柔，就算所有的秦家来到这里，在我面前下跪。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医术啊？无情夺命针，真的是陈家家主。完了，这下彻底得罪秦家了。要是被秦家知道，我们就完了呀！秦家家主到。救我！爸，快帮我报仇啊！这小子他背了我，让我不能人世，而且他还拖走了我30年寿命，让我苍老了30岁。爸呀，你看我！坏了，秦家主来了，他一定是听到了消息，来替秦少报仇的他。我们快去和秦家主解释一下，免得让他误会，以为我们和陈凡是一伙的。是。大哥，听着了，我们和那傻子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对，刚才我们也劝他了，可是他不听啊！你们我们也不照照镜子，什么臭鱼烂虾也敢得罪秦少，得罪秦家。爸，几十年的亲情，他们一点脸面也不顾，因为钱权这样做，这样的亲情断了也罢。还得，阁下可别求我们，
你们可还在等什么？赶紧找人把这个傻子撞废了，推我去空气吧！秦家主，一切因我而起，你要怪就怪我，不关陈凡的事啊！你也跑不了。凡你死定了！刚刚还大爷，你们说秦家的人来了也要给你吓过来了，真是天大的笑！我看你怎么死！哎，对。秦家家主秦海拜见陈家主，秦家愿为陈家效犬马之劳。秦家主给陈凡跪下了。就算陈凡是陈家的家主又怎么样？难道陈家这么厉害吗？在陈家都不敢得罪。在干什么？我们秦家在通州不是天吗？我们怕他干什么？混账东西！跪下，给陈家主道歉！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我们秦家一手通天，这怎么可能啊爸？你个畜生！你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秦家。当初就该把你甩在墙上喂苍蝇。秦家怎么了？都是因为你，秦家破产了，几代人积累的心血全都被你给毁了。小皇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陈家主，我儿少主更是有眼无珠，冒犯了您，如今闹成这个样子，也是他咎由自取。想必您的怒火也该平息了吧？都是你养的好儿子，你可以想过他有今天。是我教子无方，如今你已经废了他，也断了我秦家的香火，是不是就此就能放过我秦家？你儿子在外面耀武扬威，把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靠的是谁呀？都是你这个小畜生，都是你害的！平时舍得打你，你以为老子没脾气吗？陈家主，要怎样你才能放过我秦家？秦家必灭。那傻子，我们是有眼无珠，没想到陈家这么厉害。那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没想到你们家居然放上了金龟婿，淑玉，你说是不是？还庆祝？你们也配！从今天开始，我方家你们一个个的都高攀不起。淑玉，有必要这样吗？我们都几十年的亲戚了，再怎么样也要互帮互助的。是，过去就是过去吧，以后我们大家和睦相处，共赴美好。是。方山，你现在也是这样想，对吧？我们可没你们这样的亲戚，能拿钱买到的亲戚和垃圾有什么区别？方家不稀罕。陈家主，您当真不肯放过我秦家吗？说的不够清楚吗？陈凡知道，就算你是陈家家人，可你失踪多年，你对陈家还有几分把握呀？不知道，要不试试？想你陈家不也就一个盛世集团？除了盛世集团，你还有什么？而我秦家在通州那也是根深蒂固，人脉涉及各个领域。他们虽然不及你陈家财雄势大，可要是加在一起，也是不容小觑的。你该不会以为我陈家矗立大夏之巅这么久，靠的只是一个盛世集团吧？不然，愚昧无知。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也不要逼人太甚，否则鱼死网破之下，你陈家就算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通州所有的势力吧？这才对吧？大不了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鱼会死，但网不会破。是的，那我倒要瞧瞧，陈家在你的手里还有几斤几两？好啊，你可以试一试。这怎么办？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陈凡，我们以后是一家人了。要我说，秦家也是有名的世家，没必要搞得这么僵。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和气生财。咱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攀岩附势，拔高望上，你们也配教我做事？我们这是在帮你，你怎么这么说我们？有点权势，尾巴就翘这么高，你以为在通州，你真的能和秦家比吗你？呵呵，依我看，陈家敢和通州的秦家作对，就是死路一条。陈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你要没钱没势，也会跟我们一样的。你只不过是偷了一个好胎罢了。蛇属于我，强龙不压地头蛇。你陈凡是真龙，可以斗不过秦家，看你怎么死。刚才秦家主说了，陈凡失踪多年，陈家失势，陈家上下也就是一个空壳子，什么本事都没有。现在只是在装腔作势。秦家不免，现在的陈家你们都能斗吗？可以试一试啊！何须我陈家？只要方家出手，必灭你们秦家。好大的口气！他方家算什么东西？即便是有你陈家作为倚仗，但是在我秦家眼里，始终都是蝼蚁一般。还方家？哎呦，瞧瞧这几个怂包，人模狗样的，他们敢吗？就方家这几个废物，都能玩死他。我们方家没有这本事，我们做不到。陈凡，我爸说的没错，方家和秦家相比，太过渺小了。小柔，爸，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们9重大礼吗？第一重大礼，功代表功绩；第二重大礼，名代表名望。功绩是你们步入一流世家的敲门砖，而名望只是你们登顶的脚步。我要让方家成为通州鬼首，四方来拜，举世闻名。方家如此卑贱，就算给的再多，也没有用。陈凡，你再厉害，也不可能凭2句话就让方家登顶。你不清楚陈家的实力，也不怪你。少在这装。周玉，我看他就是在耍你们，你就是在嫉妒我们方家大。你这臭水沟里的老鼠啊，以为换了一身皮就能够掩盖身上的臭味，还妄想四方来拜，可你真是做梦！陈凡，这份大礼太过贵重，我们家只是普通。我只是在履行我的承诺，你放心，我会陪着你们方家走到最后。行，你想捧这几个垃圾上位，我没意见。可你得问问通州其他的势力，他们同意吗？通州守护李家道，下皇洪家道，上林唐家道。通州首富居然来了，徐家资产万亿，势力庞大，势力比秦家还要大。啊！哎呀，地下皇冯家也来了。冯刚可是通州地下皇，手也通天，不少大人物见到他也得低头。敢得罪陈家，我都不耐烦了。看看你们这些亲戚，一个个鼠目寸光，目光短浅，错过了你们唯一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我们没有得罪陈家主。是，我们都是为了方家好，没有得罪陈凡。你们这些人渣也配活在这世界？胡同，我们完了。不是还有方家吗？我们去求方家，他的心最软了，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对，我们去求方家。对，我们去认个错，说不定还能傍上陈凡，一飞冲天。大张嘛，你看我们这些人之前是不对，但毕竟我们是亲戚，血脉相连，你方家得管管我们呀。对呀，这都几10年的亲戚了，总不能说断就断了。对，咱们毕竟血脉相连，断不了。我们毕竟是陈凡的长辈，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们不是有能耐，说陈凡没本事，奈何不了你们吗？你们倒是接着骂呀！舒玉，我们都来认错了，你消消气，替我们跟陈凡说句好话。你们找我们认错没用，一个叫陈凡。你们惹的祸，我们为什么要去啊？还想攀亲戚，你们攀不起了。方柔，你爸妈不管我们，可你要管我们呀！我可是你大姨呀，我。你打算怎么处理？
方家今后要成为通州的第一大势力，必须杀伐果断，才能立足脚跟。那就让他们破产。听清楚了吧？是。不要！我们知道错了，不要让我破产！通知下去，那几个得罪家主的人全面封杀。做错了事情是要付出代价。这哪能怪我们呀？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好呀，想让方柔过上好日子。我们也不知道你是真的陈家家主，你也没跟我们说什么呀你。是啊，你也没给我们说呀。还有你们方家，你们这是要踩着我们飞上枝头，手足血脉，你们于心何忍？你们谁说我没说过陈凡是陈家家主？只不过你们不相信吧？你忘了你们是如何踩在方家的头上巴结秦家，又忘了自己是怎么欺负小柔的？是我们不对，是我们错了，求求你饶过我们这一次吧！啊！对呀，陈凡，我们还是要做亲戚的呀。陈凡，做人做事不要那么绝，你断了我们生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以后还怎么生活呀？周董，我发蛋，就是因为你才叫破产了。啊，你已经被辞退，从此这个金融行业容身之地。我辛辛苦苦了10多年啊！名下的3家美容院，操作难以要我进的超高的，还有你巨额罚款。陈凡，我可告诉你，我是名网红主播，我拥有50万粉丝，你要再不停手，我居然传不上去。叫什么？你也接到电话了。人对你下了封杀令，启动状态，这个是难以养吗？正好，不是，这事真跟我没关系，我都是为了娶女人给骗了我。你家主，这是秦家的各项产业，秦家已经全面清算。秦氏父子罪行累累，触目惊心，连这些罪状也能让他们枪毙。陈阁下，手下留情，饶过我们这一次。不是我饶了你们，而是你们的罪行，能不能饶了你们？逼良为娼，3万人口，杀人埋尸，就连小孩也遭你们秦家的迫害，他们能饶得了你们吗？秦家还与倭寇勾结，叛国求荣，死罪！陈哥，陈哥不能再说了，我还不想死。陈管家，以前都是你在帮我们，你又再帮我们一次了。滚！陈哥，陈哥，陈爷，陈爷，各位，说句话呀，帮帮我陈家，各位。陈家主，陈家主，我操碎了，我狂妄了，我不自量力冲撞了你。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陈凡，我们知道错了，你不是要方柔吗？我再也不会给你配方柔了，方柔是你的了，饶过我们这一次吧。师傅，乔柔，你知道为什么我把9重大礼称之为9重天大礼吗？为什么？公代表公祭，是一个家族的根基；名代表名望，与公祭共存；利代表一个家族的基业，它能让一个家族屹立1000年而不倒。禄是财富，它就像一把尺子，能衡量一个家族的兴衰。拥有了这些，才算齐身进入一流世家，才能拥有掌握命运的权利。陈家主，饶了我们这一回吧。而这就是掌握命运。来人，带下去。陈家主，慢着！我今日前来，一是对陈家表示忠心，二是祝方家成龙。但是陈少主这么轻而易举灭了陈家，是不是会让大家不信服？怎么，你不服？陈少主，不敢。大胆，称陈家主为陈寿，意欲为何？一字之差无关紧要，
但是大家谁不知道，陈家家主乃是陈云家主，他陈凡帮过启云家主。好大的胆子！我胆子可不大，今天为了见陈少主，我可是带了后人。陈少主，这个宗字怎么样？这宗字上下离得这么远，这也不是宗字，这不是忠心吗？对陈家有点心服不敢。有话直说。陈少主，你该不会不识字吧？南宫家算什么东西？敢来挑衅陈家？你大费周章，只是为了让方氏强势崛起，实在令人寒心啊！我陈家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教育。如果你不服，大可说出来，我可以让你心服口服，是吧？那你可就要好好照顾好你的女人啊！我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了？哎，陈家医术不是号称举世无双吗？这都看不出来，你给他下毒了？没错。你看这个小兔畜生，你找死！你一个消失8年的废物，也妄想让我拜可笑至极！南宫家是想灭门吗？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吧。陈家的医术不是很精吗？哎，不妨医治一下方小姐。要是治不了的话，你们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南宫家算什么东西？你敢挑衅陈家，给他下毒是你自己的主意。没错，方小姐照顾了你8年，哎，你现在只需要跪下来求我。我满意的话，我会给你解药的。哼，家主医事无双，定会给方小姐医治，而且会付出代价，连你们南宫家难逃其咎。两位陈家兄弟，马上进南宫家。他就是个废物，你们这群蝼蚁这么愿意跟着他，什么乐意当他的狗？真奇，方如是不是要死了？那该死，谁让他欺我们姑姑？是。陈凡，你可一定要救救方柔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小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没完！你放心，就算陈家，我也会救上你。虽然我消失了8年，陈家你沉寂了8年，但是让你南宫家从世间除名，也是一句话的事。哈哈哈哈！我们南宫家已经拜入鬼医府，你们陈家算什么的？对你才能讲话。不错，南宫家已经攀上了鬼医谷。陈家在反腐是确定，但是和隐士的鬼医谷比起来，连个蝼蚁都不如。我南宫家用了4年才攀上了鬼医谷，又幸得谷主青睐，势必成为大夏第一等小人。没想到南宫家居然攀上鬼医谷，怪不得敢被陈家放肆。若是我去讨好南宫家，岂不是也可以攀上？这里正好有一个人也来自鬼医谷。哎，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鬼医谷的弃徒。就凭你也配跟我比？你拿了鬼医谷的弃徒来比？陈凡，哎，你跪下来给我磕头，我可能还会放你，让你当个陈家家主，否则陈家世间清平。不愧是上京南宫家，陈家在鬼医谷面前连提鞋都不配。我陈家愿意臣服南宫家，在南宫家为奴为仆。你以为你陈家有多厉害？要不是鬼医谷隐士，还有你们陈家什么事儿吗？我说陈凡，你要识相的话，就给南宫少主磕个头，他以高谢父，不但放了你，还能拿到解药。对，像条狗一样趴着都不要。等我听开心了，人家和你走走。快去呀！你不想救方柔了？鬼医，你可知鬼医谷的谷主柳长风见到我，也要行拜师吧？多谢师傅解惑。你我年岁相差甚多，我不适合做你师傅。文道有先后，道者为师。你师傅的医术，求我做徒，绰绰有余啊。既然师傅不愿收我为徒，这块令牌你定在哪里？你报师傅传道之恩。你是说鬼医谷的谷主也给你行拜师大礼？你没事吧？没错，柳长风的悟性极高，我只是指点你。
便误父情上，你敢侮辱公主？等我回去了，我一定告诉公主，必须将你全家诛杀！你一个废物，连自己的女人都医治不了，还在那说大话！你还是想想怎么讲吧。我看他是疯了，仗着成见，真高兴。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们！你们算什么东西？我南宫家攀上鬼医是不少大人物求都求不来，就算你们家去鬼医，也求不来。不好意思，南宫家才是天下第一家世，陈家在鬼谷面前连提鞋都不配。如今南宫少爷攀上了鬼医谷，真是何其得意！南宫家必定崛起，碾压陈家，成为大夏的第一世家。我爸在鬼医谷跪了4年才换来这个金，我南宫家必定成为顶级世家，乃是板上钉钉的事。你可知，你们口中高高在上的鬼医谷，在我眼中唾手可。你怎么可能会有鬼医谷的令牌？不对，你假的！你以为紫薇写了鬼医谷，就真的是鬼医谷了吗？对，那肯定是假的。难怪假令牌也敢功成不是，敢冒充鬼医谷令牌，等死！这可是柳长风亲自给我的，还能有假？他要是真的，我就信他谁当死。我见过鬼医谷的令牌，鬼医谷的令牌是由金银所为，而他这块令牌是木头。你讲话也不怎么像样的，还真是不光啊！南宫少主去过鬼医谷，见过鬼医谷的令牌，他说是假的，那肯定是真不了。你可知道，此令牌乃谷主令牌，由剑木所制，远比那些什么金银贵得多，世上因此愉快。可笑之词，还剑木，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劝你最好捡起来擦干净，否则你南宫家必遭鬼。我不仅不捡，我还要踩。大难临头而不自知啊！看来谷主一来之际，似乎遭遇了麻烦。传令下去，立刻前往通州。是。大难临头而不自知啊！管好你自己吧。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汪小姐的病只有鬼医，3日之后，在鬼医会有1分级别的神医为人治病，你们还有机会。站着！伤了小罗还敢走？你一个废物拦不了我。翁少爷强死你也敢拦？我的妈！南宫少爷，带我们一起走。我秦海愿意将陈家双手奉上，给南宫家当牛做马。你秦家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们南宫家争？南少爷，你求求你带我们走吧，不然那个陈凡不会放过我们的。不会放过你们，他的。放心，我会让他跟你们在地下团聚的。啊！你走不了，我要走，谁都拦不了我。3日之后，鬼医。罢了，我也可以救小柔。干什么？让我再去跟他谈了。陈凡，你看看我女儿，她自从跟了你，她过了一天好日子了吗？你陈家就算再有钱，又能怎么样？比得过鬼医谷吗？陈凡，我知道你们陈家有本事，我们方家只是小门小户，可我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你就放过我们吧。是我欠方家，是我欠了小柔，我不会忘记，但我真的能救她，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要再说了，我不想跟你扯上关系，这样会害了小柔的。是我护小柔不周，不怪我。小柔喜欢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但是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太危险了。只想让她平平安安。陈凡，你要是真想对小柔好，你就转给我们几千万，以后你就不要来打扰小柔。小柔照顾了我8年，我怎么可能离开她？不管你离不离开她，我今天就要带她到鬼医谷。现在只有我能救她。我现在希望你能救她，可你刚才
为什么一直都不救我？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只想她平平安安的。小明星，我们走。好妹妹。我已经稳住了小柔的伤势，到了诡异谷，你们就会明白，他们的医术跟我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站住！站住！今天皇城神医开诊，想要上山，必须要100万门票才可以登山。100万？你们怎么不去抢啊？100万，我们确实没有，求求二位放我们过去吧。穷苦人家哪来那么多钱呀？倘若我女儿要上不了山，她今天就得死。求求二位给我女儿一条生路吧。想要上山，要么有钱，要么有心。既然你们没有钱，那只能一步一叩首上山，以表诚心。行，我扣。小兔子，你没事吧？没事，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今天一样要把她背到山上去。我封山，就这么一个女儿，拼了命也要把她背上去。站住！今天皇城神医开诊，想要上山，需要有100万才可以登山。100万？没有。没有钱，那么只能一步一叩首，以表诚心才能登山。一步一叩首，好大的口气！哼！这是谷主的令牌。哎，没想到啊，还真有人一步一叩首的进来。没有钱来治什么病？贱命一个！活在世上也是劳累。没有错，跟我放弃吧，下辈子我忘不开。你们还真来了，看来这8年不见，陈凡确实不行，连这小小的古族都接不了。陈凡，这些人跟刚回归的陈家主有关系？子女是陈凡的妻子，但是他却救不了。哎呀，没有想到陈家的医术沦落至此啊，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陈家的医术跟鬼医谷相比，让他不来求鬼医谷也算是正常。确实，但是黄金一必定会救你，劳资对立，还没有任何报酬。你不是说到了鬼谷，你女儿就有救了吗？我是说，但是我没说黄神医一定会救。想让黄神医出手，至少需要1个亿。你能拿得出这1个亿吗？啊！笨货，你当这是慈善堂吗？随便给你治病救命。你要知道，治病救命是要耗费心力的。真是慢一点。来人，把那些穷鬼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我看谁敢！你小子真来了，自己救不了，来求鬼医谷了。哎呀，陈家的医术也不怎么样。身为陈家家主，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我看陈家一定是要落寞了吧？陈家大势已去，注定将被南宫家族取代。恭喜南宫少主，放弃陈家又择明主，攀上鬼医谷，将与陈家平起平坐呀！何止是平起平坐，只要我想，鬼医谷随时都能被我踩在脚下。在这里对鬼医谷出言不逊，小子，你是想命丧于此吗？不过是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的废物罢了。你来干什么？我来救小柔，你们家的事你就不要插手了啊！
小柔，不要你担心，你要是不在的话，我活得会更好。我们方家看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就是冤魂不散了你？自己救不了，跑来鬼医谷做什么？跑到鬼医谷就能救了吗？哼，真是可笑。小华，你快走吧，我会求黄神医救我女儿的，你就不要在这掺和了，好不好？皇城救不了，只有我能救。皇城救不了，只有我能救。皇后。年轻人，我知道你是陈家家主，不过说起话来，也最起码得有个分寸。我可是这鬼医谷的医尊，我的医术只在一人之下，他就是我们谷主。那又能怎样？你还是救不了。你算什么东西？敢质疑黄神医？小子，对黄神医不敬，便是对鬼医谷不敬，就是陈家也担待不起。黄神医用尽一生钻研医术，救人无数，乃是医尊。你小子不过是靠着陈家的医术到处吹牛逼，难怪救不了自己的女人。这位方小姐已中毒数日，而且她体内的剧毒已侵入五脏六腑。若现在老夫出手相救，还能救？你错了，小柔的毒并不在五脏六腑，而是入骨三分，所以你根本救不了。简直废话！我身为医尊，一眼便知，岂容你质疑？黄神医说能治，那就能治。陈凡，你就算再厉害，你怎么和黄神医相比？黄神医乃是大夏医尊，他若救不了，你一个废物凭什么救？口无遮拦，陈家由你当家做主，必当衰败。小小的陈家，论医术造诣，你不及鬼医谷，更不及我们黄神医的一星半点。占着陈家家主的身份，在这哗众取宠，完全不把鬼医谷放在眼里了。陈凡，黄神医被奉为医尊，都是凭了他的真本事。我相信黄神医会救我女儿的，你就不要在这捣乱了，好不好？我不会把小柔的命交给别人。啊，好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林。那么今天无论你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出手相救的。各位可听清楚了啊！今天这位方姑娘的命可是被他给害死的。就凭你那点医术，根本也救不了他。敢对医尊不敬，你简直不知死活！你个废物，小心自己说的话，否则不用鬼医谷出手，我南宫家就算粉身碎骨，也势必将你诛杀。刘家院出一份力，还有我张家，还有我张家。哎，好了好了，各位不要慌嘛。刚才这位陈家主不是说他很行吗？哎，不如这样，以来治啊！黄神医啊，您是医术精湛，受人敬仰。陈凡，别在这儿废这么多话，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这是诚心要害死小柔啊！我不会拿小柔的命开玩笑的。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难道我贵为医尊，会拿病患的生命开玩笑吗？敢质疑黄神医，还不赶紧下跪认错！纵观整个大夏，没人敢质疑我的医术，即便你是陈家家主，也没有资格质疑。黄神医，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是黄神医，我们就这一个女儿，我求求你，你救救她吧！他救不了，我现在就可以医治小柔。够了！我一步一叩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让黄神医救我的女儿。你要是能治，我们现在怎么又会在这儿呢？我早说我能治，是你们不让我治。闭嘴！你不要在这捣乱了，看在小柔照顾你8年的份上，你就放过我们吧。要不是你，我们会招惹南宫少爷吗？小柔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小柔，我一定会救你。这一家子还真是可怜呐，领了一个畜生回来。方小姐照顾了你8年，而你为了证明自己，拿方小姐的生命开玩笑，哼，真是可笑啊！什么家族，你连个普通人都不如。哎呀，你看看你现在就像条丧家之犬，这就是你陈家衰败的先兆。我陈家的衰败，恐怕你们南宫家是看不到，因为你们南宫家很快就会完了。怎么，你难道想说
你陈家能灭了我南宫家不成？灭你们南宫家，何须我陈家亲自动手？好了，不要说了。还是求求黄圣依救救我女儿吧！求求你了！哎，好了好了，方先生请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便答应帮他救治。哼，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将点通他的穴位，攻其心肺，把毒逼出来，对不对？简直是多话！老夫自有办法。你不要再揣度黄神医的想法了。小柔的血脉被我封住，凭你根本解不开。哼，我解不开，大言不惭。黄神医，他就是一个废物，您不要理他呀，您赶紧给小柔治病吧。就别在这捣乱了，你再这样，我就得跟你拼命。凤柔，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哈哈哈哈！各位不必惊慌，目前这位方小姐身体已无大碍，到时我再给她开2副汤药，回去只需要静养几日，便可恢复如初啊！黄神医真是妙手回春，令人折服啊！不愧是黄神医，像你这样的废物还敢质疑黄神医？你不是说只有你能救他吗？我早说了，只有鬼医谷才能救我。多谢黄神医出手，救了我女儿一命啊！看到了吗？黄神医是医术精湛，就你个丧门星，你还想捣乱？白养你这么多。现在我已经治好了方小姐，你是服还是不服啊？这都只是些表象，要不是我把小柔的血脉给封住，她早被你给医死了。我医死方小姐？大家都看到了，我明明已经解开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就你这个丧门星，你还想跟黄神医一较高下？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好歹照顾了你8年，难道你就一点的感情都没有吗？你们误会了，我真的是要救小柔。闭嘴！你现在在我们面前消失，你就是在救小柔了。在鬼医谷，你就是蝼蚁，3番5次质疑黄神医，要是不予以惩戒，众怒难平，应当打断4肢，赶出鬼医谷。还请诸位息怒，放他一马吧。他也许是看着我女儿的病，他的心急而已。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护不了这个废物。他敢质疑医尊，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死罪。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我明明已经将他体内的毒血给逼出来了，这情况为什么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啊？你学艺不精，就别出来害人了。还请黄神医再次出手，救救我女儿吧！方先生有所不知啊，我看令爱现在气数将尽，我一时也是束手无策呀。而今看来，恐怕也只有谷主亲自出手方有一线生机。谷主，快出来救救我女儿啊！方先生，我们谷主现在正在闭关之中，恐怕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得了的。陈凡，你不是说你也能救小柔吗？那你快点啊！对，你说能救小柔的，求求你了！无需你们说什么，我自然会救。这是想杀人！旁门邪道，害人害己！看你就是装神弄鬼，根本不会医治啊！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拿小柔的命开玩笑？如果他今天有个3长2短，我跟你拼命！你要是救不了小柔，你就别再折磨她了。小柔的毒已经入骨3分，损其5脏，这是唯一能救她的办法。
你这是在哪里学的江湖邪术？闹着玩可以，靠他救人，痴心妄想！黄神医都救不了，你拿什么救啊？这是失传已久的八卦涅槃针。难道他真的能救人？黄神医，八卦涅槃针很厉害。那当然了，这可是我鬼医谷一直没有得到的针法呀！前期半生一直苦苦追寻，今天没想到竟然能见到，真是三生有幸啊！难道比黄神医还厉害？难道我们真的看走眼了？你竟识得这八卦涅槃针，看来你还不全是个。你，陈凡，小柔怎么还没醒啊？他怎么会八卦涅槃针？黄神医，你刚刚也说了，连鬼医谷都不会八卦涅槃针，他一个小小的陈家家主怎么可能会？你是不是搞错了？八卦涅槃针自古以来记录就少之甚少。呀，对呀，公子，你提示的对，是我刚才不小心看错了。我看错了。井底之蛙可以的，你们没见过东西多了去了。你大胆！鬼医谷弟子遍布四海，名扬天下，岂是你能诋毁的？你说的再厉害，你女人不还是没有醒？赶紧过去看看，死透了没？陈凡，你说过你能救小柔的。莫鬼医谷，谷主黄神医，你和陈家都要完了。他已经醒了。是。不是，陈凡，要不是你，我连命都没有了。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任何问题。活了，真的活了！不光是活了，这皮肤变得更光滑了。哎呦，陈凡，你能不能帮我也治治啊？黄神医都束手无策，他竟然把人给救活了。难道陈家的医术之高与鬼医谷不相上下？哎呦，陈凡，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医术啊，能让人起死回生啊！不可能，这一定是巧合，一定是因为刚刚黄神医医治过，让这小子捡了便宜。对呀，黄神医刚才给他排过毒了，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当了8年的傻子，就算之前会点医术，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难怪他一直诋毁黄神医，抬高自己，原来是想踩着黄神医，想一鸣惊人。哼，一群废物！八卦涅槃，蜕皮成生，再塑其身。王者，你会吗？我今日要不是我在场，小柔就被你给医死了。年轻人，你不要张狂！狂什么狂？不就是捡了个漏吗？谁知道这个八卦涅槃针到底是不是真？谷主一定知道，如果谷主出来，一定能揭穿他的谎言。是，只是我家谷主现如今正在闭关之中，恐怕分身乏术啊。而且，就算他老人家有时间，也不会过来掺和这些小事情的。哼，想见柳瘸子还不简单？你放肆，竟敢侮辱我鬼医谷谷主！柳瘸子，陈凡已经来了，还不速速来见我！柳瘸子，我陈凡已经来了，还不速速来见我！陈氏来了，敢侮辱了谷主，真是胆大包天！就算你是陈家家主，在我们谷主面前也不过是蝼蚁一般，你敢对他老人家不敬？谷主是什么身份？你也敢侵犯？这是陈家家主，也保护不了你。哼，哪怕整个陈家上下都来了，跪在我鬼医谷，也见不到我家谷主。柳瘸子的本事什么时候这么大？诋毁黄神医，侮辱鬼谷谷主，够你陈家死几次了？让我看看，你这个陈家家主到底有什么实力，竟敢妄想号召我等世家。早就听闻南宫少爷从小习武，实力不凡，今日终于可以一见了。最后给你个机会，跪下给我当狗，我还能给黄神医和刘景放你。
这南宫攀上了鬼医谷，这气势都不一样，连陈家都敢打。背靠大山，谁还记得？妈，给你活路，你都不跪下来感谢我，是你放我一条生路，还是你在找死？南宫少主，你跟他废什么话？好，今天我就让你个废物知道什么叫连一招都接不住，你果真是个笨蛋。黄圣依，此子精心嚣张，若是不施以惩戒，谷主一定会怪罪你。哎，不如这样，你我肯去罚跪，跪上1天1夜，我会替你为谷主求情，你会放过你陈家。让我下来，你也配？就算他柳瘸子见到我，他也得跪下。你大胆！谷主乃是这人世间的医仙，医术更是登峰造极，无人可比。你在他的面前就卑贱如蝼蚁一般的。传闻医仙大人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医术，甚至随手医治的人便能延年益寿。不，那不是传闻。我有幸在谷主大人闭关之前亲眼所见，他曾用起死回生之法将死人给医活呀。冒犯医仙大人，罪无可赦。你还是太年轻了，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们，死到临头了还……我告诉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医仙，谁也救不了你。陈凡，我后面的时候听说鬼医谷谷主隐世多年，就算你是陈家家主，也敌不过鬼医谷谷主。我们还是先走吧。放心，他们奈何不了我。走去哪儿？今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哟，完了，这陈凡又惹上大祸了。咱们赶紧走了，别再跟他纠缠在一起了。现在劝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可惜了方小姐刚被皇神医救，恐怕又要遭难了。哎呀，南宫少主说的对，我女儿要是跟了你，那该有多好啊！你看看一会儿你能不能护住我们一家人？把她洗干净送到我床上，我会考虑的。好，不可能！你出身低贱，能留在我身边伺候我是不幸。你还想着陈凡，只会害死我们，哪像南宫少主啊！他背后那可是鬼医谷，只要你跟了南宫少爷，我们一家就谁都不怕了。难道忘了是谁对小柔下的毒吗？那还不是你害的！只要你离开了这里，南宫少主就会给方柔更好的生活。等你死了，老子立马玩你女仆。黄神医，对医仙不敬是死罪，还望号召麾下所有势力，是陈家的罪。好，陈家将在这世间被除名。鬼医谷之上也敢喧闹？参见谷主。我隔得很远，都听见有人在这儿吵闹。你们在做什么？都是这小子，主谋鬼医谷，侮辱谷主，还望谷主将其诛杀。哎，这是我，敢在我鬼医谷撒野，我把我一生放在眼里。谷主，就是他，大放厥词，口出狂言。他说，即便您待会儿到了之后，也会向他下跪，这简直是狂妄自大。天之下，是谁值得我跪？到底是谁？让我给你跪下！哎呦，这次鬼医谷谷主真的来了，陈凡他这次死定了。这可怎么办？我知道陈凡嘴快点，但他心眼不坏。他就是一废物，而且还傻了8年。跟楼主您相比，这是连个蝼蚁都不算。对呀，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辈而已，不知死活。我闭关多年，把鬼医谷交给你打理，让你的晚辈在这儿老实。是属下打理不力，望谷主降罪。我鬼医谷隐世多年，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让我鬼医谷来闹事，今天就以你说我鬼医谷为人。你不是说谷主见到你也要跪下吗？现在谷主来了，你倒是让他跪下呀！让我给你跪下，也说得出来。小瘸子，
越来越大。啊，谷主，恳请谷主你允许我带领谷中弟子将其拿下。你小子刚才不是很狂吗？现在见到谷主怎么不狂了？吓到不敢说话了。当威武家主不好吗？非要来惹鬼谷。鬼谷谷主，陈凡他不是故意的，求你饶过他吧。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他得罪了谷主，注定要死。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伺候好他啊！我可给过你活命的机会了，结果你自己不珍惜，这可是你咎由自取，死不足惜。恳请鬼谷谷主治他的罪，以正鬼谷之名。恳请鬼谷谷主降罪，以正鬼谷之名。谷主，陈凡他真的不是有意冒犯鬼谷的，求您高抬贵手，帮他一把吧。他可是冒犯了鬼谷，而且还对你不敬啊！哎呀，是啊，此人若不杀，那鬼谷威仪何在呀？恳请谷主出手！恳请谷主出手！臣死！这怎么可能？谷主居然会给这个废物跪下？谷主是此人的徒弟？这不会吧？不可能！我不是在做梦吧？对陈师不敬，就是对我不敬。谷主居然称他为陈师，他真的是谷主的师傅？不可能啊！王腾，哪来的胆子，敢对我师傅不敬？知不知道认辈分？他还是你的祖师爷。谷主被封为医仙，他竟然是医仙的师傅。那鬼谷背靠陈家，谷主，你被称为医仙，医术通天，而他不过是陈家的一个小小的家主。就算有医术，你为什么称他为医师啊？这不可能是你师傅，你是不是搞错了？闭嘴！鬼医谷的事轮不到你插嘴。师子，你这些年的白虎，腿到现在的为止。我当初之所以不帮你医治，就是希望你能够突破医者的瓶颈，达到医者自医的境界。弟子愚钝。他这人，他不会再给谷主治腿吧？这真的能行吗？怎么可能？他肯定是在故弄玄虚。医仙大人肯定是认错人了。没错，他就是个废物家主，会什么医术啊？谷主，您的腿不要紧吧？好了。哎呦，我好了，我真的好了，谢陈师。不用谢，客客请起。他竟然真帮谷主治好了天残之腿。据我所知，这个腿不是一般的断法，它是因为泄露了天机，为天道所断的。是啊，陈家家主有如此本事，难怪医仙大人会拜他为师啊！怎么可能？人家的医术怎么可能比鬼医谷还厉害？王腾，陈师不敬，你可知罪？属下真的是一时糊涂，恳请谷主饶命啊！还有你，是谁给你的底气？敢对陈师质疑？是你给的吗？不是的，你们一个个的人，还不敢对陈师不敬，是我们有眼无珠，求您饶我们一次。特能做法都可以，再原谅我们一次吧。谷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只饶我这一回吧。南宫家还敢妄想灭了陈家！谷主，你就看在我们南宫家为了鬼谷当头走马的份上，饶了我们这一次吧。哼，就你们南宫家也配？还敢欺师灭祖！今日起逐出鬼医谷，前往红尘历练，10年后归还。是，还不快滚！属下这就回来。上京南宫家永世不准插入鬼医，南宫之幸，他是得吃骨花心，抽筋拔髓之命。鬼医谷弟子不许一字。不是谷主，
你就饶了我们南宫家一次吧，求求你了。你掐你！哎，谁敢欺负我？谁敢欺负我儿？哎，爸，南宫正，你好大的胆子，见到谷主竟不跪地拜见！拜！哈哈，我南宫家为鬼一谷当牛做马，是因为得罪了陈凡，就让我南宫家永世不可踏入鬼一谷，这也配让我跪拜？看来你是对我的命令不满。哼，说句好听的，称你第一天；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个瘸子。你简直胆大包天！我说了，又怎么样？如今我南宫正的小舅子已经正式成为武皇殿的内门弟子，并且我儿南宫峰也得到一个拜入武皇殿的名字。你也敢让我武皇殿的弟子给你跪下？爸，我真的加入武皇殿了。对，而且还要拜武皇殿的主龙大王为师。乌龙武王大人，那太好了！哼，皇殿，这南宫家又攀上了武皇殿，看来这是要一飞冲天的。鬼一谷又如何？等我去了武皇殿回来，第一个先灭了鬼一谷。以后你、陈凡还有柳长风见到我都得跪着，要不然我就把你刚治好的腿再打一次，治好一次再打一次。你当真觉得南宫家在这世上无敌了是吧？你没听见吗？我拜入武皇殿了，这种高度是你想都不能想的。就算你把陈家给武皇殿，你也入不了我。武皇殿将在明日举办武皇大会，届时我儿南宫峰便正式拜入武皇殿，拜武皇殿主龙武王大人为师，这代表着无上殊荣，代表着我南宫家一飞冲天，连你鬼一谷也要被我南宫家踩在脚下。是吧？我们南宫家是惜才的，你只需要现在跪下来磕头向我认错，然后再把你的老婆送到我的床上，我玩开心了，可能会放过你。啊，不配进入我南宫家，玩玩就可以了。兄爸啊，听见了吗？老子是在给你机会，要不然等我明天去了武皇殿，回来我就灭死。武皇殿，你可知武皇殿的殿主是谁？武皇殿殿主当然是万人之上的武皇大人，难不成你还想说你就是武皇大人？就是我。大胆！你敢对武皇大人不敬，你有9条命也不够使的。你们陈家什么时候那么厉害，连武皇殿都是你？你怎么不说整个大夏都是你的？陈家主，你的医术天下无双，可这可是武皇殿呐，代表着我大夏武道的圣典，你比得了吗？等我明天去了武皇殿，一定会把你今日的言行全部禀报上去，到时候陈家必定肆无。区区陈家，医术高明又有何用？在武道面前，连武皇殿的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啊！人世间当今第一大势力，当属武皇殿。无论是鬼一谷还是你陈家，面对武皇殿，简直蝼蚁都不如。你们又怎会知道我的武道早已登临巅峰？哼，你这废物，目无主见，还妄想跟武皇大人比，你配吗？是不是我们要抱紧你的大腿，一飞冲天呢？啊！南宫少主，你进武皇殿的是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哦，她不是你们女婿吗？哎，不是啊，咱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这个小楼啊，之后就给你了。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好，那明天就让他洗干净在床上等我，等大会结束，我就去处置你，否则你们和陈凡一起死。你找死！烛龙难道没有告诉你，明天的武皇大会是专门为我准备？武皇大会乃是为武皇大人所准备，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是为你准备的？醒醒吧，你连武皇殿的大门都进不去。哎呀，陈家主，你的医术确实是天下第一，不过可惜的是，你自己的病却没治好。你这脑子有病！
赶紧抓紧时间治，不要再说大话。等我明天去了武皇殿，我一定会向上将你陈家满门抄斩，你的狗命也会被我踩。明日之后，我南宫家必将崛起，到时我看看这鬼医谷，我还能不能来？哼！想走，给我留下！陈凡，不要再说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离开这里，离开通州。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武皇殿想要办的人，即使他躲到了天涯海角，他也躲不了。送你一个忠告，准备后事吧。小柔，赶紧跟我离开这儿，离这扫把星远一点。我不走。小柔，听你妈的！这么多年我就听你妈的了。走，陈凡，我不要离开，陈凡，我不要离开你放心吧，小柔，没有人可以将我们分开。陈师，这武皇大会还没有召开，赶紧离开这里吧。没事，该跑的是他们。皇殿乃是人间第一大势力，我也招惹不起，但是我可以保证，让陈氏一家人安安全全的离开这里。有瘸子，你也觉得我不是武皇是吗？说过，我就是武皇。拜见武皇大人。起来吧。你不但医术通天，武道也是登峰造极，是我长风无人，对此还有所自闻。不怪你。既然陈氏是武皇大人，我就不用担心了。南宫家还以为攀上了武皇殿，就对陈氏不敬。要是他们在武皇大会上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会作何感想啊？他们不过一群蝼蚁罢了，还妄想以武皇殿为靠山作威作福。武皇大会在即，到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多么的愚蠢。拜见武皇大人。拜见武皇大人。吩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武皇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你一声令下，即刻便可开始。武皇大人现世，与天同力，震慑万疆。武皇大人现世，与天同力，震慑万疆。武皇大会，世间各大名流都将赶赴下来，武王殿各大武王武将也都将悉数登场。此等规模，天下罕见，只为瞩目一人。只要是为了小柔，这一切都是值得。不顾不弃，守护武皇大人8年之久，在世间勤谨，实在令人佩服。若没有他这8年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也不可能在这。武皇大人令你坚持，天大的福分，遇到了子母之矛。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命，小柔，这9重天大礼我终于可以兑现。我要把这天给你，让你掌握天下的命运。恭喜南宫少爷，今日就能拜入武皇殿，日后还请多多照顾啊。是啊，南宫少爷，以后您成为武皇殿的重要人物，可不要忘了我们啊。那还得感谢我哥，我才能拜入武皇殿。都是一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哎，说的对，我们2家应该两联手，强合作，才能在武皇殿闯出一番天地。武皇殿禁止结党营子，你们胆敢在武皇山讨论此事，真是不把武皇殿放在眼里。你们还真来了，敢来送死啊！我们为什么不敢？这武皇大会岂是你说了？哥，他就是陈凡，勾结鬼医谷，想要灭了我们南宫。小小陈家那么大的胆子，真因为武皇殿不出，你们就能在世俗一手遮天吗？我们能不能一手遮天，跟你有什么关系？真是说大话的废物！哎，你们来武皇殿有武皇殿的邀请函吗？没有的话，就等着死吧！他绝对拿不出来武皇殿邀请函，武皇殿怎么可能邀请这种？我说我怎么找不到你？原来是逃到了武皇殿。你以为你逃到这里就能逃得出我的掌握？还是先管好你自己，能拿得出武皇殿邀请函吗？要是拿不出来，还请皇城师兄将此人赶快赶下去。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你还敢带我们上来？看吧，我就说他拿不出来邀请函。我们只是来看看，和陈凡没有任何关系啊！你们不是想丰柔吗？我们这是就把他给您带上来送给您。哎，您看看能不能帮我们通融一下？哈哈，还是你们识趣啊！你的女儿给我，那我们这是一家人。我的邀请函就是你们的邀请函。我不，我这辈子只有陈凡一个男人，我要嫁给陈凡。你跟着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啊！陈凡，要不我们还是回去罢了。
这武皇大会是我替你准备，都还没开始，为什么呀？真是大言不惭！哥，你赶紧出手啊！当他们到底输赢。大会乃是为了武皇大人出关归来而开，名流汇集，四海朝拜，就他，连在武皇大会出现的资格都没有。不错，贱人，老子只是想玩玩你，给老子当小妾的。在这武皇山上还敢说这种话？我看你们是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啊！哥，这武皇大会还没开始，赶紧灭了他，以免影响到武皇大会。你们大可以试试。真以为我在这儿不敢杀你吗？来人！现在你跪下来求饶，我还能留你个全尸。我们还是回去吧。凤柔，你快离这扫把星远点，别溅一身血。哎，沈凡，我看还是先给他道个歉吧，免得真是出了什么事情。能将我打败的人，现在还没出生呢。你太厉害，能打得过武皇殿吗？能进武皇殿的人，无一不是武道巅峰者。你算什么东西？在他们面前也敢大言不惭？可惜你今天看不见我拜入武皇殿了。就凭你也想进武皇殿？别做梦了！死大人头也敢大言不惭，废了他！谁能这么巧，连我们的弟子都不是他对手？陈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武道？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大哥，你赶紧出手啊！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虽然你有些本事，但在我面前依旧不够看。天启武王道！我武皇殿武皇出关，广邀四海名流群英汇聚于此，此乃我武皇殿至宝南天门。原是武皇殿至宝南天门，还以为这有可能是从天庭遗留下来的真正的天门。武皇殿还真是财大气粗，居然以这种至宝为考核点。武皇有令，只要走过了这天门，便可以成为我武皇殿的弟子，而走得越远，便代表着天赋越高，有望成为武王，甚至是武皇的亲传弟子。既然能成为武皇的亲传弟子，这是何等的机缘啊！只可惜我是没机会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一定要成为武皇殿的弟子。哼，我秦家能否再次崛起，就看这一刻。哼，就凭你们想成为武皇的弟子，绝无可能。怎么，我们不配你就配？侮辱武皇殿，武皇殿一定会弄死。小柔，你也去试试，万一要是有点天赋，也能够拜入武皇殿啊。小柔不用去测试，哪怕是他想坐上武皇的位置，我也可以让他坐。吹什么牛？真以为自己是武皇大人？你要是想死，你就离我们远点，别牵累我们。陈凡，不要说了，这里毕竟是武皇殿，到时候武皇大人来了，我们就真的全完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离小柔远点。你来这儿不也是为了这个？太难了，犹如泰山压顶，步步维艰。这是人走的吗？怎么这么难？我已经达到了王境，为何还通不过？此关只测试天赋，跟修为无关。你是周雍大人内定的弟子，一定没问题。快去试试吧。好。我通过了，太好了！陈凡，你死定了！哈哈哈哈哈！我儿果然是天之骄子，天赋非凡呐！哈哈哈哈哈哈！恭喜南宫家得麒麟子，必定平步青云。南宫家崛起，势不可挡啊！
天赋不错，你可愿意加入我武皇殿，拜我为师啊？我愿意。好，这等废物也想进去，简直找死！我也通过了，我也通过了，这个废物居然也通过了，而且资质比我还高。没想到你竟有此等雄伟，若不嫌弃，你可愿拜我为师？愿意。秦少也通过了，岂不是说秦家也要崛起了？看见了吗？如今我被测出天赋极佳，拜烛龙武王为师，马上就会成为你达都达不到高度。通过了南天门而已，就抹掉武威了。你这么大言不惭，你去试试啊！哼，就他也能通过啊？让我去试，你们可知此门乃我所炼？如果我去，他必死，因为他不敢凌驾于我。你在吹什么？我看你就是自己怕，不敢去闯吧。我看呢，他肯定是怕了，怕让我们揭穿他的真正实力。混账东西！此门那是武皇大人所制，你真是大言不惭！陈家主，此门测试的是天赋，不是你的嘴硬程度。你如果真那么有本事，你就过去试试，看这道门会不会碎。安东风，何事喧闹啊？王大人，此人嚣张至极，他说他要去闯这道门，这道门他就会碎。好，一个卑贱之人，竟敢对南天门不敬，对武王大人不敬！无知小儿，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放肆？此人胆大包天，侮辱武皇殿，还望武皇大人责罚。老子，我离开武皇殿这些年，武天吉就没有教你们这些新晋武王认识武皇道理事情，还敢侮辱武天吉大人，简直是什么东西！武皇大人闭关多年，无人知晓，你也配对武皇大人？现在跪下给武皇大人道歉，我们可以饶你不死。能跪在武王的脚下，是你的荣幸。武王大人宽宏大量，还不快跪下！是啊，你还不赶紧跪下？你还在犹豫什么呢？陈凡，就跪这一次吧，千万别再任性了。让我跪下可以，可你们承受得起吗？你真以为你是武皇大人吗？哎，我们承受不起，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磕头认罪。武王大人身份尊贵，乃是这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而你卑如蝼蚁，也配说武王大人承受不起？真是找死！我觉得这种人连磕头认错的机会都不应该给他，直接押入天牢。纵然你樊崇剑身份再高，在武皇殿依旧只是一只蝼蚁而已。哼，真是冥顽不灵。冥顽不灵，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都不及我的一根指。此人身如草芥，命贱如泥，屡次对武王大人不敬，还望武王大人断他生路。确实是不知悔改。陈凡，还是低头吧，我们斗不过他。怎么，这次你就听小柔的吧。让我跪下，他们承受不起，这世间也没人承受得起。还敢口出狂言！真以为你是武皇大人？要是武皇大人，我们确实承受不起这一跪，可你不可能是。既然你说我们承受不起，那我们试试。还在狡辩？你说我们承受不起，那你现在就跪下，看跪下会怎么样？难道天会塌下来吗？天确实会塌下。大言不惭，再不跪下，我等直接毙你们！罢了，既然你们想试试，那我就满足你。说了那么多，我还是怕死跪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我要打没了，他打在3位武王身上。难不成这小子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是武王？啊，绝对不可能！我说了，你们根本承受不住。奇怪夫人，这只是巧合罢了。没错，这一定是巧合。3位武王大人都没有任何事情，这绝对是巧合。有可能是3位武王要突破境界了。
天降天劫，此乃雷道之源，只不过被陈凡这傻子给撞上。不错，刚才是我心生感悟，才引来这雷道机缘。看吧，我说的没错吧？这傻子怎么可能引来天雷呢？你小子真会掐时间，还在这里狡辩！再不跪下，你们陈家就要被灭门了。这第一道天雷你们就已经这样，再来一道，你们站得住？你别再说了，有本事就跪！真是什么大人物，有通天的职务，我们怎么可能？不可能不知道！继续跪啊！若是再出现第二道雷电，我就相信这雷电是你引出来的，你就是武皇大暴子。有他也变成皇大人。哎，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可能是武皇大人。既然你们说这是雷道机缘，那好，那我便再送你一道。少废话，赶快跪下求饶吧！怎么可能？难道又是巧合？陈凡，这天雷真是因为你而下。我说了，他们根本承受不住。倘若我真的跪下，只会让你们永劫不复。少在那吹了，这一定是巧合。这怎么可能啊？还要再跪吗？你们承受得起吗？你倒是跪，我倒是要看看这天雷到底是不是真是你引来的。好，不要跪了。真的是巧合吗？难道这天雷真是因他而下？不可能，陈凡就是一个傻子。我以前打他，让他跪下，怎么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一定是巧合。对呀，这个天雷要是因为陈凡引起的，那我们为什么之前就没有见过？看吧，陈凡这么忙都这么说，这一定是暗卫武王心生憎恶，所以才降下天雷。而且这天雷怎么可能才一道？对，天劫应该是3道。我批问武王大人。眼下这么多人，可不能丢脸。没错，刚才是我们感受到机缘，进行误导总结，才引来这雷电机缘。看吧，我就说是巧合。有本事就再跪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天雷。你不说你能闯过天门吗？王大人，他说他去闯天门，天门一定会碎。天门乃是圣物，是武皇大人一手炼成，怎么可能会碎？简直荒谬！不错，你大可以去闯。给你一次证明的机会，若是你天赋异禀，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将你拜在我门下，收你为徒。收我为徒？你配？你这样看来，你是不想珍惜这次机会了。给你机会你也不珍惜啊，装死！陈凡，武皇殿我们惹不起，就算有鬼医谷我们也比不过，还是试试吧。万一真的闯过了，就能够拜入武皇殿，你不登天了。整个武皇殿都是我的，根本不用走什么南天门。你还在这说大话呢？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去试试，证明一下自己。对呀，小华，去试试吧。也罢，正好我许久没有见南天门的门神了，便去会。狂妄自大，你也配见门神？我看这废物上了天门，连2步都迈不过去。若不是你投了一个好胎，你陈凡怎么比上了秦姐？只会满口大话，我倒要看看你这陈家家主的天赋能不能比上我儿。一个废物而已，刚刚那些侍卫只是被他震退，也并没有受伤，他能有什么本事？也是，我若出手也能镇压他。陈凡，风水轮流转。我现在是武皇殿的弟子，可以主宰你陈家命。这天门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你可不能让我失望。陈凡，你一定要过去啊！之前那么多人都没过去，我看这个废物啊也过不去。你能不能说的好听点？我说的是实话呀，而且他过不过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把小柔嫁给南宫少爷了，还算你们识趣。只要她嫁给我，我必定护你们方家周全。我不嫁。我生是陈凡的人，死是陈凡的鬼。等会儿你就要跪下来求着我收下，
门神何在？装腔作势，门神岂会出来见你？没错，即便是我们想要见门神，门神也得看心情才会出来见我。哼，在。这怎么回事？这是天门守护神，他们怎么会现在出现，向他下跪呢？他怎么可以秘密拦天门门神呢？不可能，一定是他用了什么办法骗了门神。没错，一个昏迷了8年的傻子，怎么可能是武皇殿殿主？万一是真的呢？你当然希望是真的，可能吗？他可能只是懂了一些歪门邪道，蛊惑了门神大人。他以下犯上，还欺骗天门门神，灭了整个陈家也不为过。门神乃是武皇大人亲自打造的器皿，修为不弱，定会被他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方山，你说他会是武皇大人吗？我怎么知道啊？他要是真的武皇大人，那岂不是真如他所说的，我们方家要飞黄腾达了？武皇大人，别被他蒙骗了，他诡计多端，一定是他欺诈了2尊门神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会现在出现？难道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哼，武皇殿的后辈武王，如此眼瞎吗？连武皇大人都不认识了？真的是武皇大人？不可能！你们是不是认错了？武皇大人现在正在闭关，怎么会出现这里啊？认错的是你们，武皇大人在此，容不得你们质疑。事实就摆在面前，还不跪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你骗了门神。他资质平庸，连天门都不敢尝试，还自称自己是武皇，真是可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质疑我们，质疑武皇大人！武皇大人，2位门神被他蛊惑，事件其中，还望武王大人解救2位门神。身为门神，竟被他人蛊惑，看他南天门至宝灵性，这些年损失了不少。不错，门神终究只是器皿，而非人，被骗很正常。我们还是赶快把天门收起来，免得出现什么意外呀！有我在，你们还妄想收天门？混账东西！天门乃是武皇大人助其灵力，耗尽心血所炼制。我们得到武皇大人应允，自然可以掌控天门。你的意思是，现在天门已经不在武王大人的控制下，而是在你的控制下？可笑至极啊！还真把你当成武皇大人？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速把天门收起来，免得出现意外。好，收回。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这怎么可能？是他，一定是他对天门动了手脚。我说过你们收不了天门，因为天门的主人是我。他真的收了天门？难道他真的是武皇？这怎么可能？这天门怎么可能落入他的手里？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天门被他动了手脚。是他，一定是他对天门动了手脚。混账！天门是武皇殿圣器，是武皇大人所制，岂是你所能染指的？交出天门，不然让你死不葬身之地！听见了没？还不赶紧交出天门！你确实有点实力，只可惜你不安分守己，跑来胡作非为，大闹武皇大会，还擅自搜了天门，罪当处死。请烛龙大人杀了他，敬效尤。不必脏了烛龙大人的手，小子，是你自寻死路。就你，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怎么可能？区区蝼蚁，胆敢对我不敬，狂妄！你以为能活对你看对你？武皇殿高手如云，当下还有武王大人做主，你跑不掉。所谓的武皇，在我眼里抬手可灭。大胆！好大的胆子！今日武皇大会，容不得你放肆！我说了，这武皇大会本就是为我所准备。放肆！武天吉，还不速速来见！武天吉，还不速速来见！武皇大人已经来了，随我一同前往。你是什么身份？敢对天极王不敬？你已经走到头了，这次谁也救不了你。天极武王可是武王殿仅次于武皇的存在，你死定了！连天极武王你都知道，看来你对我们武王殿还挺了解。那你可知道我们武王殿的囚牢天狱
可让人生不如死。3番5次挑衅我武皇殿，今日必定要将他抓住，关入地狱。陈凡，他们是不打算放过我们了，我们还是道歉吧。无妨，很快你会知道，他们在我面前连一只蝼蚁都比不上。方柔，你快点过来！他已经惹了朱木，他活不了多久了，别牵累我们呀！陈凡，你别犟了，事情闹大了，你掌控不了的。他也不看看这个是什么场合，这可是武皇大会呀！现场名流聚集，任何一个人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这武皇大会是受我意召开的，甚至这武皇椅也是为我准备的。这在场有哪个人是我得罪不起的？站住！要干什么？站了这么久，当然是上去歇一会儿。What？ 那可是武皇的龙椅，世上唯有武皇一人可坐。你算是什么东西？你真是不嫌命长，还想去坐那把椅子？你有命坐吗？我想坐，谁拦？这废物无法无天，既然要做武皇大人的位置，还请武王大人出手管他。找死！你要是敢这样，但凡跟你有关系的人都要死，是吗？我现在做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好，好，你死定了，谁也救不了你。敢坐武皇椅，实在是我武皇殿之耻，还请武皇大人出手镇压他。我们出手镇压他，简直太便宜他了。我已经通知了天极大人，天极大人脾气易怒，等看到他坐在武皇椅上，一定会让他求生不得，就死不能。陈凡，要不我们还是下去吧，这里毕竟是武皇殿，到时候武天极大人回来了，我们就惨了。放心吧，小柔，就算武天极来了，也要奉为尊上。很好，等会儿天极大人来到，你还可以继续嚣张。等会儿就有戏看了。我要看着你陈家全族被灭。等天机大人一到，就是他的死期，连整个陈家也会覆灭。我南宫家的机会来了！这把椅子，非位高权重者，非武道巅峰者，非登峰造极者，不能坐。纵观天下，这把椅子只有武皇大人可坐。这把椅子也是在等他的主人武皇大人。还不快点滚下来！滚下来！给我滚下来！陈凡，你快滚下来呀！你要害死小柔，害死我们方家嘛！陈凡，如果你要与整个世界为敌，上来！哼，真是感人。等天极武王一到，你必死！天极武王到！哈哈哈！天极武王来了，你死定了！我倒要看看，等会儿你是否还是这么蠢。走，迎接天极武王！快见天极武王！天极武王，您终于来了！此人嚣张自满，胆敢在武皇大会上放肆，还敢冒充武皇大人，还请天极武王将其打入天狱。此子不听我等劝阻，执意坐上这至高无上的位置，无知无识无脑，活在世上也是个祸害。我们已经给过他生路，可他变本加厉，无法无天，最终坐上武皇的位。你们说的好，没错，就是这个蝼蚁望天、匹夫撼树的废物。井底之蛙，自以为是凡世界顶尖世家家族，竟敢在武皇殿前放肆。论身份，论地位，确实不值得我们出手，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管，看着他坐上武皇的位置。天极武王，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陈家家主啊，但是他去灭世武皇殿，说您来了也得奉他为上，这是对您的不敬，也是对武皇殿的不敬啊！还请天极武王下令，我等出手，拿下这猖狂至极之徒。还请天极武王下令，我等出手，打下这冥顽不灵之徒。还请天极武王下令，我等出手，打下这不知死活之徒。好啊，真是好样的！好啊，你可真是好样的！多谢天极武王夸赞，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武皇殿，为了武皇大人。天极大人，我们这就让他从椅子滚下来，还不快滚下来！滚下来！天极大人到了，你这条狗命
嚣张不了多久了。你身份低微，凑近武皇大人之位，已经够你死340天子了。老大，别在那自以为是了，你这种废物还妄想成为武皇大人，真是白日做梦。你们和他一起来的，难逃其咎。陈凡，你快点跟下来呀！你真想害死我们吧？赶紧滚下来！天机武王还能留你个全尸。之前陈凡将我废了，不过武皇殿救了我。等他死了之后，我要在他坟前好好的玩你。如果陈凡死了，我就跟他一块儿死。小子，天机武王没有立即取你的狗面，那是在给你机会，让你自己滚下来。你个扫把星，你真是要害死我们呀！小凡，快下来！武皇大人不是你这种废物能冒充的，就你这点修为，在天极武王面前都不够看。他怎么能与天极武王比？武天极，是。武天极。是。天机王怎么能向他下跪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傻子真的是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天机王，你怎么能向他下跪呀？他只是传说间的一个世家家主啊！对不对？武天极，我问你，他们说我见到你要行跪拜之礼，你受得起吗？不敢。他们说我不如你，你觉得呢？是我给不了你。他们还说你能把我给杀了，你能吗？不能。那你告诉他们，我到底是谁？武皇，你是真是武皇吗？这真的是武皇大人？我们都知道他做了什么？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是武皇？陈凡真的是武皇，我怎么就看走眼了？这怎么可能？我不相信！这群混账东西！你下犯上，惹辱了武皇大人，你们甘当何罪？天机武皇，我等知道罪蛇难恕，但看在我们为武皇殿效忠多年的份上，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身为我，竟可对武皇大人不敬，你罪不可恕！我宣布，废除你们武皇身份，焚去武道修为，逐出武皇殿。我等耗尽半生，还有一身修武道为，还请天机大人网开一面啊！天机大人网开一面。哎呦，天机大人，我知道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武皇大人，求你网开一面，给我们一条生路吧。家主，不，武皇大人，是我们背入蝼蚁，你就饶了我们吧。你刚才不是要把我们陈家踩在脚下，断我们的生路吗？我不敢。南宫家好大的胆子！武皇大人，南宫家会继续追随陈家，绝无二心啊！你们以为攀附了武皇殿就可以扶摇直上、强势崛起、作威作福了吗？我刚才说了，只要我在，武皇殿你们进不来。是在下失职，让这些鼠蚁进入武皇殿，还请武皇大人说法。武天极，将你囚禁武皇殿10年内不得踏出半步，你可有怨言？还有，还父子仗势欺人，惹辱了武皇大人，现将你父子2人废去武道修为。饶了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天机大人，南宫峰天赋异禀，求您网开一面，把他留在武皇殿，一定有大作为。对，我天赋很高的。我愿自废武道修为，求天机大人网开一面。有天赋无德，不配进入武皇殿。南宫家就要覆灭在我的手上了，我还有何脸面见列祖列宗啊！你自己动手吧。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会惹上武皇大人？
我这是少了个什么女婿啊？我这是少了个什么女婿啊？现在我问你们，我是不是武皇大人？武皇大会是不是为我准备？我有没有资格做这张印？您是武皇大人，都是我们有眼无珠，没认出来您啊。对，都是我们的错，麻烦了武皇大人。多谢武皇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的狗命。我刚才说了，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现在你信了吧？武皇大会，武皇大人现世，还可一抖身手，要指点一二，却葬送了你们自己手里。这一切本来可以挽回，是我自己毁了自己呀！我真是愚蠢呐！是我等无知，冒犯了武皇大人。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陈凡。以前是，现在是，永远都是。老头子，你看看这2个孩子多般配呀！这回眼睛不瞎了？陈凡，我女儿照顾了你8年，这回你好了，你可不能抛弃她呀，你可得对她好一辈子。小环知道怎么做。我召开武皇大会，不是为了要收弟子，也不是昭告天下我出来了，而是要告诉所有人，我要将这天都送给小柔，让小柔与天同起，受世人敬仰，万方来拜。进来。龙车凤辇，还不降临？小柔，我说过要送你9重天聘，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只是俗物，只有最后一种命，才是真正的聘。陈凡，这是什么？我要送你长生，送你拥有掌控命运的能力。血缘长生，这是何等修为？不，武皇大人已经渡劫成仙，是天人之色。武皇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这太恐怖了吧！他真有这通天本事啊！我南宫家本可以一飞冲天，但是却偏偏要与陈家作对，要与武皇作对，该死啊！该死啊！号召神灵，负其听任，此乃6道仙人之事啊！陈凡，这些都是因你而来的吗？不，是因为你而来，这些都是我送你的聘礼。谢谢你。凡间有女子，贤良淑德，矢志不渝，忠贞之极，今以天威为证，封方柔位列仙班，与天同寿，共享长生。陈凡，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是啊，今生今世永不分离。那我们是不是该什么？洞房花烛，春宵一刻值千金。啊，你想要了是吗？没有。如果爱忘了，就放它走吧。那些幸福啊，让它替我到达。如果爱懂了承诺的代价，不能给我的，请完整给